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讲座里面邀请黄夏成教练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他用教练这两个开口，这样的名称，大家看，他等一下会讲，但是我想知道大家的想法。为什么他用教练？比较专家。还有呢，自己要一起做。还有没有？为什么他用教练？我们一般会有讲师啊，或者是什么对训练那些孩子。还有没有？钟一章啊？为什么叫教练？你猜？就是你接拿的目的很好，一直长好嘞，陪伴。来，在摄影的村长好。对，我带他去好了，因为我还没帮我。我跟你出去。我们对教练的概念可能都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有在看棒球吗？有。这次台湾那个职棒总冠军是。开棒没问题吗？好远，那总教练是谁？哎，你这台户诶。谁？王一中。那他的投手教练是谁？你猜？他的打击教练是谁？还有防守教练。没有在看球赛哈。代表的教练，他必须要有可能要分工，但是教练真正的意义，我等一下会请我们讲师来讲哈。但是如何成为教练？在过去我在教会里面，我们这样接受装备或这些里面，我自己对教练的定义是，教练不一定什么都会，但是他却要陪伴，他的陪伴是给予一个正确的方向，带着他走在这条路上，可能遇到问题困难。教练给的不单单只是他的经验，不单单只是他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陪着球员在成长。那有一些是有挂教练的名称，有一些是没有挂教练的名称。在这次中华职棒里面，有一个球员，他没有挂教练的身份，可是他却是受到大家的肯定和大家的尊重。因为他用他自己带着其他的球员往前走，有没有猜到这个球员是谁？陈金锋。你知道在他们庆祝领那个冠军奖杯的时候，他是站在所有球员的后面，照相机照不到他。那网络上有一个艺人把他 PO 了一张照片，说所有人在外面庆祝喷香槟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球员休息室吃便当。他所代表的不是说他特意独行，而是他知道怎么样来带领着这一群后辈，在走在他的球员的生涯的上面。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忘记在第几站的时候，对方的球迷说要陈金锋上场，这一幕印象很深刻，很少的这样，甚至还跟对方的投手说，你要投好的球给他。所以一个教练，我想他的不是用他的学识，用他的专业，用他的什么，而是用他的生命在陪伴，所以今天呢，题目是成为孩子生命的教练，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不单单是孩子，其实孩子我们往往会想是像乐乐这样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家中的国中、国小、高中的这些小朋友，不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成为孩子的生命教练，这孩子代表的是属灵生命上还未成熟的人。好，那我们要怎么分辨属灵还未成熟的人？有种很容易定义，今天刚受洗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孩子，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还未成熟，也有可能是比我们年长，他对信仰的认知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如何去界定？那我想在我们今天的下午这堂课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好，我讲到这边，因为我再讲下去
有讲教练的讲太多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就来开始。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恩典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来领受不一样的眼光，看见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上帝你创造的美好。因为你这样的美好，使我们的生命丰富。因着丰富的生命，我们彼此成为肢体的代祷者、帮助者、扶持者。因着你的爱，我们走在幸福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透过成为孩子生命教练的这个专题，来让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是那么的丰富，知道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恩赐，让我们能够用生命来陪伴生命，让上帝来丰富我们。愿主祝福今天下午的课程，我们将下午的课程交在你的手中，求圣灵亲自来运行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教练。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想了解一下哈，你只有一个宝贝的举手，让我看一下，只有一个孩子。好，情况下有2个孩子的举手，让我看一下。好，多了一些情况下，有3个孩子的吗？有，看一下，要很骄傲的举手，有3个。有没有4个？有4个已经起立了，我看一下。赶快坐下。OK， 最多3个哈。你知道，我们的阿仲他们生几个孩子吗14个。14个。在50年前、60年前，50年代左右，台湾的妇女平均生7个孩子。你知道我们可以生产报国啊！生产报国不只是地上国度在说的生产报国的事，连天上的国度都在这样说啊！我们阿巴父天上的父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也不断说要生养众多啊，而且要遍满全地啊！所以如果你只有1个2个的，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我自己走在他教育18年，我女儿今年大2，她从来没有去过学校，小学从水以前从母腹做胎教，一路到高中毕业都没有去学校，然后透过这个过程，然后上了大学。那他个人的成长过程里面，也是台湾在家教育法律一步一步开启的过程。也就是说，我女儿准备上小1的时候的前1年，刚好台湾有这个法律。然后他开始上这个小1，然后后来开始准备要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开始又做一些这个法律上的推动，所以他上高1的时候刚刚好那1年有法律可以申请所以一路这样推着台湾的这个法律过来的哈。我会有这些分享，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18年来我在走这条路。我的主要养家的工作是气管讲师20年的时间，所以我常常说我的主业是当父亲，我的副业是当气管讲师，因为我是在家工作。那如果没有会议，没有这个课程，我都在家里。所以，而且有的时候我大概有1年大概有100-200场的这个关于亲子的讲座、婚姻的讲座，1半以上都会带着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一起去。所以即使出来分享，他们也跟我在一起。所以我提倡我孩子的时间多过我工作的时间。所以我说我的主业是父亲，我的副业是气管讲师，那我的兴趣是生命教练。走在家教育走的10几年的过程里面，大概7年前，我开始帮助一些青少年做生涯探索。然后通过这个过程，我发现，我们活在一个很需要了解我下个阶段该怎么走的时代。我们阿仲那个时代，他有一技之长，做到退休，做到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工作还在，因为那个时代会变化。我们阿仲的时代，曾祖父的时代，社会没什么变化，所以你不用学什么太多，你只要一技之长就够了。所以爸爸种田，我种田就好了。爸爸这个卖豆浆，我就卖豆浆。我就可以养活8个孩子、14个孩子，但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很不一样。我们活的时代是，你有一技之长，到你死之前，可能你需要变过5到8次的行业的变化。所以如果不学，这个时代是很难活下去的。
我们终于来到一个时代，叫做活到老，你被迫必须学到老的时代。以前是好学的人，学到老，生命不断进步。现在不学，中年不要说中年，青年就开始学下去。所以就这几年我就很多机会在企业以外接受邀请来谈这件事情，因为在台湾我们的婚姻家庭有许多的问题，这个问题超过各位想象。各位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恩典、祝福跟保护，但是多少我们都听闻这件事情。好，我想我们继续有一些彼此的了解哈。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觉得在台湾这10几年下来，为什么我们大概只生1个到2个孩子？有什么原因让我们现在只生2个左右？只说2个孩子下下好啊。哦，2个孩子下下好 ，OK。是，所以你是个奉公守法的人，所以地理讲到底生不出来。经济，我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在中国、在缅甸、在台湾5个国家、5个地区都有在谈经济，因为企业的课程在这个地方都有。那只要是华人社会，第一个原因都是经济问题。那我要问各位，195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年所得是200块美金，请问现在我们平均人均所得1年是多少万美金？2万3000多美金，200块美金到2万3000多美金，成长几倍？超过100倍。请问1950年代的一根馒头跟现在成长几倍？1块钱，20倍。如果说整个经济成长，消费是20倍，但是我们收入多100倍，我说为什么养不活2个孩子，而他们可以养14个？而且很重要的是这14个是帮助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那一群人。所以如果越前养出来的孩子是好孩子，就不会有官2代跟富2代的孩子问题，可以吗？富2代，你在新闻上看到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多？坏消息，对不对？富2代都是有钱的，钱多的比有很多1万倍以上的人，可是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坏也坏1万倍以上。所以养孩子真的要那么多钱吗？想一下，不要被社会错误的催眠、媒体催眠了，因为台湾最大的其中一个。台湾人很多时候是被媒体养大的，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是被圣经神的话养大，我们是被媒体的讯息养大或者吓大。退休了1000万，谁说要7000万？他要1000万，你需要吗？他说我一定要买超跑，不然不是人。你需要跟着他去买超跑吗？你为什么跟着他一定要1000万才能退休？不要被吓了，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都大着，我们害怕这些话。所以第一个，我要推翻这个说法，需要那么多的经济才能养孩子，因为我们就是那个59年代过来的，对不对？是不是养得好？你看我现在是吃不饱的人吗？因为我吃太饱了，对不对？我还要节食啊。第2个问题，除了经济问题，我们通常会感觉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只生2个，不敢生的，不想生的？焦虑问题，教养教育问题。我要问你，你的父母亲看过几本教养书籍？有看过1本的举手，让我看一下。只有1个人有看过，其他人的父母亲都没看过教养书籍。你觉得你有没有被教的还不错？算是哈。你自己看过超过5本以上的举手，让我看一下。有啊，1、2、3、4、5个人。这20年来，教养书籍在书店是一个好大的一个位置是一个热卖的区域。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知识了，请问你的阿公阿祖什么学校毕业的？没有我们如果说他是有点像文盲，不然不是很好听。可以说他们是文盲的感觉吗？有些阿公阿祖连字都不会写，要盖章，对不对？是
这对他生命没有影响哎，他为台湾打下重要的基础哎。我们多读几本书有什么用？现在年轻人满街都是大学生，比不上我们阿公阿祖的小指头，同意吗？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是大学生了，我们却没有能力养孩子？那只能说台湾的教育太糟糕了。以前没有读书的人可以把孩子养得这么好，我们现在读这么多书，孩子都不能养。而且学校以前不是早年只有6年义务教育，后来变成9年义务教育，现在想要去12年国教。我们教育是不是已经叫做普及化了？人人受教育，却为什么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这是我们要思考的。这是大人，只要你是大人，只要你是成年人，你都要负责，你有都要负责的事情。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把台湾的社会风气建立成这个样子，我们是不能脱离这个责任。如果我们对孩子的教养，我们要委托教育局、教育部跟政府，各位，政府扛不起来，政府扛垮了，我们的孩子都不一定得到好的教育。但是600多万户的父母亲，600多万户的户长，你只要把你1个到2个孩子养好，你只要养1个到2个养好就够了，台湾社会就彻底翻转10倍了。你知道我们花在儿童青少年年纪的犯罪花多少钱吗？光抓这个陈进兴就花了2亿的便当钱。你知道我们拼命赚钱，我们奉公守法，我们非常爱国家，我们非常爱这个社会，拼命赚钱，努力的风雨无阻赚钱，把孩子养大。但是一代又一代的犯罪，台湾的监狱已经满了，要盖新的监牢。所以教育没有做得好，我们把所有的努力都丢在教育的建立上，监狱的建造上，还有警政系统的设备。50年前，台湾的巷子哪一条巷子会装闭路电视？没有哈。50年前闭路电视好神奇啊，是电影里面的东西啊。请问现在哪一条巷子没有闭路电视？还有2只啊？为什么？这代表文明吗？这代表文明吗？30年前我们没有听过霸凌，也没有霸凌专线。现在哪一所学校没有霸凌专线？台湾更文明，是我们觉得我们更文明，我们已经列入文明的国家的行列。可是我们这些东西速度也追得很快啊，同意吗？人类社会的文明错误，走错了，因为我们脱离神越来越远，我们脱离神创造人该走的文化的系统跟核心的价值越走越远，所以我们感觉没有得到神更多的祝福。耶和华神的祝福从来没有减少，甚至更多，只是我们却没有经历那美好的幸福，而因此，包括在台湾的忧郁症跟晚上躺下去睡不着的人在增加。台湾躺下去睡不着的人，初步估算至少400万，一部分是身体问题，绝大部分是心理压力问题。头脑没办法停下来，焦虑。我们比过去多这么多钱，我们住了房子，我们有电梯，我们有捷运，我们有 email， 我们所有东西效率增加10万倍以上。以前50年前我们寄一封信，我们从台北50年前从台北到高雄要花多少时间？1个多礼拜，更早些，牛车时代啊。后来有了火车可以坐，也要花1天吧，8个小时吧哈，1天呢。现在高铁1个半小时，不说飞机啊。
我们进步了这么多，可是我们的人生的幸福、快乐的安全感有没有增加？你还记得你从小长大的过程，你们家有几个门，有没有几道锁？没锁哈。今天在张奶奶家吃饭，明天在陈爷爷家吃饭，后天不知道睡在哪一家，没关系，会回来的，不用锁门。但是，请问你家里现在有几道门？2道门，对不对？如果加上有社区大门，还有警卫，请问我们在锁什么人？锁什么东西？啊？我们大家不是都受教育了吗？人受教育不是更文明吗？更文明不是更连门都不需要了吗？你了解我们世界，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没有察觉，其实人越活越不安的社会。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拼了命想要赚钱，以为有了钱我们可以幸福安和乐意。我们发现不够，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科技。所以新竹科学园区、中科、南科到处都有科学园区，而且真的很厉害。台湾的科学园区都停摆的话，全世界超过70%的笔电、手机不能用，完全掌握在台湾人手上。可是我们有彼此联系，以至于亲子关系更好吗？反而变成回家孩子不跟你说话，用赖跟你对话，同意吗？请问这个关系在增加还是在减少？我们以为，但还要什么？我们要民主自由，我们流血抗争要民主自由，我们有了，而且我们的民主自由是世界第1名的民主自由，真的是第1名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西方国家，没有任何民主国家骂总统被骂成这样子。总统就是一个国家的大家长，同意吗？不管你认不认同，而且。这一次的同志性平教育、同志运动更可怕，他们要把什么样的刑法拿掉？你们一定要知道刑法227。什么叫刑法227？就是成年人不能跟16岁以下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他们说这个统统拿掉，你要跟儿童性行为是可以的。台湾人自由在这个地方，全世界没有第2个国家有这种胆量，或者说有这么不要脸，所以各位你不能不站起来了，已经杀到门口了。你说这件是政治的事，你说这件是同性，这是别人，已经不是了，已经杀到你们家的门口了。哪一天你的孩子回来说妈，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这2年多，没有太多，不到3年，我接了好几通电话，教会长大的孩子。妈妈打电话来，边打边哭。我的孩子同性恋，而且是3个人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分，到底是什么爸爸妈妈还是男生，不知道。怎么办？已经杀到门口了。敌人的攻势啊，已经杀到门口，已经不在城门外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啊！因为仇敌如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去叫个。而当你的孩子孤单的时候，丢在学校的时候，学校弥漫了这些言论，同性恋好棒啊，他们爱啊，他们爱干嘛就干嘛，对，他们爱干嘛就干嘛，不用道德。台湾的人要用法律的除罪化，把道德一切都损害。可是人没有道德，人只要法律，只要法律说 OK， 我们都可以做。这是台湾法律这10年来的沉沦状态。已经杀到你家门口了，所以这2年多来，我接受更多教会邀请来谈这些主题，很多教会开始绷紧神经，想要在教育这一块也要投入参与，因为当你的孩子从小1开始接受性平等教育的时候，3到5年，他可能会告诉你，虽然他是男生，虽然他有男性生殖器官，他说你不要叫我男生。甚至他说：“你也不要叫我女生，我不要有任何性别。”因为这些东西正在发生。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孩子，
因为仇敌要腰斩神国度的下一代，他的策略是借由美好的教育，腰斩社会跟教会的下一代。当下一代被夺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箭袋里面就没有箭跟敌人作战。诗篇所说的，我们所生的孩子就像箭袋中的箭，够多可以跟敌人作战。因为敌人要伤我们子子孙孙的脚后跟，只是让我们走路有障碍，但是孩子继续可以走。但是我们的后代要伤仇敌的头啊，叫做致命伤的。如果我们的兵少了，我们怎么作战？我们没有兵了，我们没有剑了，打仗没有剑了，哇，怎么跟敌人打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希望我们从这个高度来看，当父亲母亲，当父亲母亲绝对不是因为没有经济效益，所以我就努力去工作，那我可以有钱请保姆啊。不是的，因为时代已经有很大的变革，我们要重新看当父亲母亲的价值，这个价值重新要提升。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你当爸爸当妈妈这么多年来，请问你是在享受还是在忍受？享受的举手，我看一下。我只有这3个在享受，其他在忍受的情况下，你还要忍多久？忍到他成家立业。哦，你知道，当总裁、当总经理每天都退休，但总统不会退休，他们都会办说，我要退休了，办一个退休茶会。你有听过爸爸说我退休了，我不当爸爸了，因为孩子长大了，自己结婚了，自己住了，所以我办一个爸爸退休茶会，有吗？没有哦。再伟大、再厉害的职位，有一天都会辞职，然后退休，然后彻底跟他无关。人世间只有2个角色，一个是丈夫妻子，一个是父亲母亲，是没有退休的。因为这是天使，这是天给的职位啊，这不是人给的。人给的看你能力啊。看我跟你的关系啊，看彼此的好处啊。天给的是因为天抬举我们，把生命给我们养啊，也要神信任我们可以养育他所托付的产业，但是我们却轻忽这个职分，所以我们重新要恢复这个重要的，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职分。其实只要几个观点的调整，我们就可以重新再享受亲子关系。我们早年有一句成语叫做“天伦之乐”，天伦之乐指的是什么关系？亲子关系，对不对？我们很多年没有讲天伦之乐了，因为没有享受到天伦之乐，因为亲子关系里面都是在战争，都是很多的伤害。你知道华人、中国人把亲子关系当成人类活着最高级的快乐，天伦啊，好比天人合一的快乐。但是这个文化从中国文化、从基督教文化里面都逐渐退出去了。我们觉得这是痛苦的事，赶快生了孩子，我做完月子赶快把他送出去。我们什么都外包outsourcing，外包给别人做，外包给别人，连养儿育女都外包了。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年轻的一代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吗？因为一代又一代成长过程里面没有经历亲密关系，父母亲太忙了，我们一代又一代在孤独中长大，以至于他们不相信婚姻是带来幸福，他们不相信生儿育女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可是没有经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让婚姻家庭成为人世间一个不能缺少的一个社会的 DNA。像神所说的，神创造一切都看为美好的，
连神创造的石头、泥沙都看为美好。神创造这一切，每一次创造完，坐下来欣赏他的杰作，都说：“我看为是好的。”这个伟大的艺术家、创作者看着他的作品杰作，说：“很棒。”然后呢，他有一天更伟大的灵感，说：“我要按照我们的形象，三位一体的神的形象，造一个生物，一个活物，那就造了人，按照神的样式形象，而且吹一口气，把他的灵给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很奇妙，神创造了这么伟大的，比一切万物都伟大的一个创造的时候，他没有说很好。他说了什么话？那人独居。神创造人之后的第一句话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人类文化在天父的眼中，在天父的心肠里面，人类文化不是从个人开始的。是从婚姻开始。我们的神，我们的天上的阿爸，他定义让他的子世世代代，他的子民是以婚姻作为文化传承跟起点的模式。包括到了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4章最后一节6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众主遍地。你在旧约，包括新约，你几乎看不到上帝这么严厉的口气，因为他说众主，众主是极其严厉的话，而这个严厉的话，并不是别的事是什么事？家务事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各位，其实我们正在面临这个咒诅，因为当人类已经有了这么多丰富的物质的时候，可是我们的婚姻家庭就残破的可怜了。神所定的律，我们违背就会遭殃。神定的自然律有地心引力。你从10楼跳下去，什么结果？10路一条。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非常爱上帝的大牧师，他从10楼跳下去，发生什么事？一样死啊！对，就是你违背神创造的自然律，那个结果必然发生，除非神超自然的介入，同意吗？神没有超自然的介入。任何人往下跳就是属灵，因为神就定了自然律，有地心引力，有摩擦系数，有电磁波的这些物理现象。神也定了心理的定律，你怎么样经历什么事才会快乐？神也定了属灵的定律，你属灵生命要恢复，要从死里复活，只有一条路。把耶稣接纳成为你的救主，这是一条属灵的律。神定了3个行使的律：属灵的定律、心灵的定律、自然定律。所以，当我们违背了神所定的属灵定律跟心理定律的时候，即使我们手头的钱有，我们这个各种都有了，但是我们婚姻家庭很不幸福，很不快乐，因为父亲的心转向事业发展。没有转向儿女，以至于儿女也转向这个世界。我知道我们不是刻意的，我这几年讲这个几个主题，我心里有很多的挣扎。我在想我要不要讲得温和一点，感觉没什么事。神提醒我，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要讲了，就是有大事发生了要讲，所以我就不得不讲得这么严重。华人社会的父母亲都非常正直，这是我看过各种文化里面，除了犹太人，犹太人的父母亲是非常正直的，他们现在还守着当年的这些约、这些律，非常惊人，以至于他们6天闪电战争，1000年被掳却可以复活，神奇的奇事发生，因为他们谨守神的律。那华人父母亲也是很尽责，可是却不快乐。
对不对？我们揪着眉头，尽责当爸爸、当妈妈，当得很苦，很揪心肠。所以刚才只有3个人举手说享受当爸爸妈妈，其他都不敢举手。算一算，抵消了，有快乐，有难过，有快乐有难过抵消了。各位，这就是我们没有用神的心意来进入婚姻跟教养，以至于咒诅就发生。人类到了21世纪，从20世纪开始，人类应该极其享受人生，因为20世纪人类所发现神创造的定律越来越多，以至于制造了很多很棒的工具，让人活得很舒服，同意吗？活得这么舒服啊，我们却没有快乐，因为我们违背了神所定的属灵定律，以及心理定律，我们的心没有转向儿女。所以从小，当你在烧菜的时候，当你做事的时候，孩子说：“妈妈，妈妈过来。”你都能怎么说？等一下。这一等多久？等不知道了啊，等了一辈子了。所以，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孩子是看着我们的背影长大。等我们逐渐要老的时候，孩子到了青少年、青年的时候，常常不在家的时候，我会说。孩子，等一下，等一下，请过来。他说什么？他也说等一下。所以我们就看着孩子老去，孩子的背影老去。所以朱自清的背影写得很贴切。亲子关系如果只剩下背影，这是很悲哀的事，因为那是生命的关系，却只看见背影。我们看见陌生人的背影就算了。可是看着亲爱的人，就好像看着陌生人的背影那种痛。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定律、神的原则。好，所以我想今天我要谈的是这个概念：如何恢复父亲、母亲的价值，重新再看这个价值。就好比你知道，半个世纪以前、70、80年前、100年前，人类在种东西的时候，没有用什么化学用品啊，我们用什么东西种菜？尿尿就好了，大便就好啦。小孩子要尿尿，去尿尿，帮阿公尿一下那个树，那个树可以长得很肥很大。我们现在是不是开始又用这个有机的了？我们又恢复了，我们知道我们要完全上当了。我们只是让生意人赚大把的钞票，然后破坏地球。所以现在有机的是越来越好了，恢复。我们的亲子关系也要恢复当年那种传统的亲子关系，就好比我们这几年越来越多开始手工面包，好好吃，是不是比较贵？是啊，珍贵啊！早年全部都手工，对不对？早年没有机器啊，只有手工啊。人类要走回头路啊！人类要走回头传统里面不能丢掉的价值。我们不能把传统都丢掉，太多现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3年5年就要被淘汰。你把学习要淘汰的东西抓在身边有什么用？3、5年之后就贬值了。你要把神创造中的永续的价值抓在身边，再过50年都不会贬值，而且还可以传承到下一代，这才是我们要的。对不对？好，我们就看我们的内容了。好，刚才牧师已经介绍了教练哈，所以当时的牧师介绍的非常贴切哈。过去的18年下来，我其实有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骄傲说，我可能是在中国、美国、台湾少数的爸爸，比很多妈妈育儿经验更丰富的人了。因为现在职业妇女没有我育儿经验丰富，所以她回家8、9点已经够累了，她没有育儿，她只是赶鸭子上架。赶快去洗澡，赶快做功课，赶快睡觉，赶快起床，赶快吃饭，赶快出门，不是赶鸭子是赶什么？那不叫育儿啊，那叫赶鸭子。但是18年来，我陪着孩子长大。看着带着我女儿进入青春期，进入7年，当中的陪伴，这样过程很多的冲突，
没有陪伴一样冲突，同意吗？但是陪伴过程所冲突带来的结果是，你会有好的果实回收。因为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就会转向父母。我女儿到今天都还会跟我们父母亲、跟我太太讲秘密。有的时候从学校回来，妈妈，事情放下，赶快回来，我会告诉你们的秘密。我知道很多人羡慕，我知道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神创造的人本来就是如此，这是神定义让我们成为生命关系本来该有的结果。只是我们的心转向世界。好，来，我前面几个资讯，我迅速给各位看一下啊。OK， 好，我们夫妻之间有什么困难？你说夫妻之间通常出现什么难题？有吗？讲一两个。夫妻关系。当年不是父母亲都反对吗？你们爱的要死要活的。OK， 教育理念不一样。先生跟做妻子的不一样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你早睡他晚睡是吗？或者是吃的东西不一样，他吃的很咸，你吃的比较淡。还有吗？婆媳多了另外一个角色进来更复杂了。所以夫妻之间，所以要让年轻人知道，就为什么要提前学习。你知道我常常很感慨，在企业里面，你要找一个会计师，请问一个会计师经过几年训练才有资格当会计师？前后，他考上执照，厉害的话可能很快考上，起码5年、6年、7年，对，多一点很多人10年之后才拿到执照。请问当妻子需要花几年训练？当丈夫花几年训练？年纪大概就是了。那我们上几堂课才当爸爸当妈妈。OK， 所以我们要有好的婚姻跟好的家庭，你就会发现，成人的社会，我们虽然是成年人，都受教育，都是博士，很多都是博士，但是成年人把这个世界搞得很奇怪。你要一个工程师，要一个会计师，要搞个8年、10年，然后当爸爸妈妈，就一堂课都没有教，教育系统里面连一堂课都没有让我们上过，难怪我们天天在家里要打架了。所以，如果在教会，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是重视生命教育的这一块的这一个族群。如果我们也不谈婚姻，也不谈家庭，因为我们一样，婚姻家庭的破口一样是很大的。所以，夫妻的问题，再来，孩子的学习有哪些问题？孩子在学习上跟不上进度，还有呢？3C 的介入 ，OK， 让孩子产生什么现象？分心不专心，还有吗？学校没有去。学校无趣，3C 用品最有趣，不像我们早年家里贫穷，家里无趣，学校有趣，对不对？学校比家里好玩，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社会搞得不有趣，让孩子在学校觉得有趣，好好学习。所以我们太快用聪明的工具让孩子变坏、学坏。你千万不要太早给孩子用3C 用品。好，我们后面会提到。来，最后一个，亲子关系上有什么困难？亲子关系。小孩说的太快，大人没有跟上。OK， 好，很多事情做得太快。还有呢？也有反过来的，孩子就是老是不想走，你必须拖着他走。还有吗？亲子关系。什么叫消极思想？休息时间不够。OK， 还有呢？亲子之间发生什么状态？
好，两代之间的观念差距越来越不一样。学到的只是不一样吗？有没有价值评量在里面？哎，代沟。来，价值观不一样是不一样，不一样里面有没有好坏之分 ？OK， 好，要细腻的去分哦。他认为婚前性行为很棒啊，练习一下啊，这也是价值观啊。我干嘛要结婚？我只要生孩子，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啦。结婚不是像很多人都离婚了，这也是价值观哦，这是不同哦，有没有好坏 ？OK， 有没有对错？有。如果大人自己都不敢说对错，我们的孩子怎么有分辨能力？现在的大人都不敢跟孩子说这是对，这是错，包括婚前性行为。所以孩子当然不知道对错啊。我们不再教孩子台语，请问孩子会讲台语吗？当然不会啊！你没有教他对错，他怎么知道对错？这年代当父母亲更不容易，因为社会的负面教育比较强。我们早年社会还有羞耻感，做坏事街头巷尾知道，不好意思回头回家。现在做坏事未婚怀孕，太风光了，未婚怀孕，跟上时代，还可以上封面，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还不敢跟他说这是错的，我们下一代会更糟糕。好，我们其实只处理这一生最大的痛苦跟快乐，就是这三个问题。除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不谈跟神的关系这一大块，我们今天谈在人世间的关系里面，就这三件事，就这三件，不是把我们整得不像人，就是让我们享受幸福快乐。除非我们有神从神而来的一些原则、一些思想、神的话语，而不是地上很多每3、5年、10年就会改变的专家的理论。如果你看家长书籍这20年来已经变了好多套了，一下又说要自由，一下又不能要自由，一下又怎么样？对，现在好多问，到底我要相信哪一套？各位，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套不变的，再过2000年才不会变，因为在它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它所定位的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为什么不用一个指北针？我们却一直用那个没有指北针，一下这样，一下那样，难怪会迷路啊！当你有指北针的时候，不会迷路啊。很北，反正你不管到哪里，你知道北在这里，你就知道南在哪里，同意吗？但是我们拿的人生的罗盘是随时变化的罗盘，那个参考的坐标一直在变的，我们永远不知道正北在哪里啊，所有都是甲北、甲南、甲东、甲西啊，所以这三个问题，我觉得教会，我鼓励教会这三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当家庭。当牧师传道都要做很多基督徒的婚姻辅导的时候，夫妻吵架，半夜打电话，我听到好多这种事情。牧师很辛苦，半夜2点打电话，老公跟我吵架，拿了菜刀，都是基督，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没有时间传福音了，都在处理教会里面的家务事。如果基督徒朋友、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不让自己的婚姻家庭进入神的律，牧师要变成婚姻辅导专家，他不用误会，所以我们每个人看起来 ，OK， 好，我后面速看一下几个数据，让你知道我所说的不是我推论，不是我想象，而是正在发生 ，OK。那这些数字可能现场以这么多人来看，一定有1、2个家庭可能有触及到你也是分数里面的人，以我的了解。好，离婚率全世界第2高，亚洲第1高。1992年到2011年，全台超过100万对夫妻离婚。这100万对离婚之后，彼此又嫁娶，前面的孩子跟后面生的孩子，你就知道那种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OK，
我们不能再让这些数字不断增加了。好，出生率全球最低，近20年平均每位妇女从生1.72个孩子，最激烈下降到0.89个孩子，或者0.9个孩子。这是一个危险的数字。我后面可能会提到，台湾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的人口的问题，我们的经济的问题，以及我们这些年轻人40、50岁之后，是你我老年的时候，你老年生活怎么过的问题。好，虐待儿童事件，我们已经不生了，我们还有这么多虐待儿童事件。2010年的受虐儿童数3万多人，是2004年受虐的2.4倍，这是有通报的。没有通报的，可能还有1倍。我们已经没有生孩子了，已经不生了。台湾人没有下一代了，你知道吗？我们经济再好都没有用了，没有下一代传承。就好像北极熊快死亡了，就好像老鹰，最近有一部电影叫《老鹰想飞》，台湾老鹰剩下300多只哎，我听到，我完全无法想象。台湾这种岛是老鹰居住最棒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山很高很陡，这个风一吹，很适合老鹰这种生物啊。老鹰在台湾要绝种，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啊。而更可怕的是，台湾人要绝种的事。OK， 世界离婚率排行榜这14个城市，台湾也在里面，对不对？好，台湾在这边。来，请问你看到这14个城市有什么印象？从巴黎一直到法国，都是大城市。好，都是城市，还有呢？什么？大陆城市，大陆城市就代表是华人城市。如果华人城市从大陆加上台湾跟新加坡，有9个城市都是华人城市。你还记得我们身为华人常常说，华人是最重视什么的传统？真的吗？你还敢说吗？全世界离婚最高的14个国家有9个是华人城市，我们真的还重视家庭吗？ No， 我们已经不重视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癌症了，还说以为自己很不幸。很多癌症你没有去检查，不知道有吗？台湾人的婚姻家庭已经得癌症，而且可能是3期了。只是这癌症有些人不透，有些人看不到。我们如果基督徒再不救这件事情，整个社会会出现很大的悲剧。 好，这是美国好几个数学单位，包括大学跟法制单位做的统计资料。那么，在一个无父家庭，就是没有父亲，指的是单亲，有少部分是假性单亲，就是爸爸常年在外工作，然后偶尔回来。好，他们出现，他们从少年监狱、少年关护所、监狱里面的青年去了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 放出去又回来，放出去又回来，到底是什么问题？他们研究发现有很多现象，而其中一个共同点是，这些人几乎都是没有爸爸的家庭。哇，这个其实对基督徒来说应该很清楚知道，这是跟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有关的。包括我刚才所说的。 马拉基书4章6节，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咒诅就来了。好，这是台湾。好，我后面的都没找到，我只找到公元2000年之前的哈，就是亲子关系的满意度，父母亲这个7年8年来认为有95分到88分，有退步一点，但是退步的不多。 但是儿女的分数是69到42，这个分数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你从这里面看出什么问题？这2个数字。父母觉得还不错，觉得很糟糕。那为什么会如此？表示自我感觉良好。父母亲自我感觉良好。父母是跟孩子没有很认识孩子过孩子的生活，父母过父母的生活
你们从这里面的数据的落差，如果这里是80几、70几，也就罢了，69一直画到42表示孩子活得这么不满意，父母亲就觉得还有88呀，很棒啊，这是危机啊！这就是很多癌症你看不出来，它不痛了，有一天就是死亡了。孩子上了国中，忽然间就不理了，忽然间就离家了，因为这个落差，父母亲没有感觉。留意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好，亲密度下降50%，然后陪伴儿女运动，连娱乐都下降一半。青少年自评家庭功能属重度不良，12到37这么高。家庭功能属没有障碍，只有15%。只有青少年认为，只有15%的青少年认为我们家庭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是很少的比例。好，1996年希拉蕊最近要竞选美国总统，希拉蕊他说没有一个家庭，列举几个例子，负责，还有呢，人脉也算是 EQ 情绪管理，不要动不动发脾气，我都是老大，创新，主动，服从，愿意合作，愿意尊重别人，这些叫做生命力。人和对，请问学校有教这些吗 ？OK， 我必须要说，不曾学过的，我们没有能力做出来；不曾学过感恩，不曾学过尊重人，你不知道该怎么展现尊重的态度。而怎么学，有不同的方式来学。我必须要重复，40、50年前的社会还有教育的功能。过去老师有风骨，有榜样，就算他没有嘴巴说，我们看这些榜样，也不知不觉学会了。身教没错，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身教，没有言教，没有身教，就等于完全没有。以前我们没有真的拿课本学，但是还至少潜移默化的社会环境还有，懂得羞耻感。这种事不可以做，但是现在什么事都能做。OK， 好，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只有专业能力，你的孩子花25年到大学毕业，甚至硕士，只获得1张文凭，满分也只有1半的竞争力啊！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老板，来了一个人，专业能力很棒，台大毕业，他一讲话一听就是那么骄傲，你要用他吗？因为他在团队里面一定带来问题呀，同意吗？想想，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是老板，你要用你的孩子吗 ？OK， 老板的目的不是要给薪水的，老板的目的是要赚钱哦。哎，是一个要赚钱的老板哦，不是一个只是要给薪水的老板哦。如果你在慈善事业，什么都可以要，所以。思考一下，怎么样让孩子有生命力又有专业能力？而且很重要的，各位，这是神的法则。当我们有生命力的时候，我们专业能力一定学得好。一个专注的、主动的、尊重老师，一个有责任把书读好的人，他专业能力一定也学得很好。所以一定要先把生命的能力带起来。所以不是只是让孩子K书不断拿分数追分。追生命，有了生命，就一定有这种外在的这些表现跟成就。如果你的孩子不专心读书，没有耐心温习功课，可是他的分数都考得不错，你要留意这个分数怎么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除非他真的是天才，上课就已经听懂，而且都记住了，不用复习都记住了。如果不是，他回家又不做功课，又没有好态度。可是功课都维持不错，他不是天才，就是这个分数有问题，你懂我意思吗？你的孩子只要专心、主动、负责任温习功课，不要担心他现在功课不好，不用担心。他持续这样走，他的分数是没有后遗症、没有副作用的好分数会慢慢出现。因为学习就是来自于要主动、耐心、有节制。该玩的时候放松就放松，该读书就读书。有这种态度的孩子，
什么再难的功课都可以学会。然后他学会的东西，他的分数是没有副作用的，没有后遗症的。好，来我们看一段影片。你后面放吗？好，我后面放。我们这一次来说说台湾年轻人失业问题。一般认为跟国外相比，台湾年轻人失业率不严重，但把数字一摊开，原来我们时代小的太简单了。等一下，国际上，因为你跟我没有同步，所以你要切换就切换。哦，对对对。忘记荧幕。天下杂志每个月一次的经济有解，我们这一次来说说台湾年轻人失业问题。一般认为跟国外相比，台湾的年轻人失业并不严重，但把数字一摊开，原来我们时代小的太简单了。国际上讨论青年失业是指15到24岁的年轻人，全球年轻人的平均失业率是13%，台湾的是13.17%，跟全球不相上下。这13.17%代表什么呢？代表每10个正在找工作的台湾年轻人，就有1.3个求职动力。和我们关心的日本、韩国相比，台湾今年失业率从2001年开始，原来早就高过了日本和韩国。台湾今年失业率是整体的3.1倍，和 OECD 国家相比也很惊人，我们排第2高，仅次于经济不振的意大利。更可怕的是，就算景气好转，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依旧高居不下。台湾今年的失业率在2001年首次突破了8%，之后一路往上爬。2009年金融海啸冲到了最高峰14%，直到现在也还维持在12%以上。为什么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会这么严重呢？台湾年轻人失业问题比国际严重，跟错误的高教政策有绝对的关系。我们再看一次台湾的今年失业率首次突破8%，是在2001年。这一年正好是广设大学政策后4年，第一批大量生产的大学生刚好毕业。再从另一笔资料来看，2000年之后，无论景气好坏，所有学历当中，只有大学毕业的失业率始终降不下来。大学毕业生暴增，让台湾的劳动力结构变成了倒三角形，上面高学历的人口比较多，中间下面的低学历人口比较少。但实际上，台湾产业需求是个正三角形，我们并没有提供这么多需要高学历人口的工作。台湾今年失业率严重的第2个原因就是就业资讯不透明。年轻人不认识企业，不知道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自己该值多少钱。求职资讯不透明的结果，让年轻人无法判断到底要不要屈就工作。这有可能延长了失业的时间，或者会发现工作不如所愿就立刻转身走。根据劳动部的调查，过去8年有高达88%的失业年轻人是自愿性失业。台湾年轻人高失业的第3个原因，跟年轻人流入不稳定的派遣市场也大有关系。根据统计，台湾从事派遣、约聘等非典型雇佣的劳工有76万6千人，其中有1/4是年轻人。台湾派遣公司跟派遣劳工之间的关系跟日本、韩国或美国不同，在那些国家有法令规定长期型的雇佣保障，在台湾90%以上的派遣工签的是短期雇佣契约。换句话说，当阶段性的工作结束，劳工就被迫进入失业跟就业的恶性循环。我们要如何解救台湾失业等待？好，更详尽的青年失业剖析跟专题。来，我们有一点回顾一下，台湾青年失业率为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原因 ？OK， 管社大学，也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体，也就是说台湾大企业那种5000人以下的大企业很少不多，比例上，台湾大概有130多万个登记的企业，可能大概只有1成到2成是所谓的大企业，8成到将近9成都是小公司。请问一个小公司30人的公司要几个博士？要几个硕士？不用，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连大学生都不需要。所以台湾人大学生会失业是必然的结果。我们以前
我们那个年代5字头5年级生，那个时候大概只有27到30% 的人可以进大学，所以刚刚好属于一个中小企业国家需要的基本人才的配备。所以当现在97% 的人都可以进大学的时候，无形中70%的人找不到工作，或者工作不理想。而且现在呢，已经有一些研究单位，有好多硕士博士。你这个公司几十人、几百人的公司，你不用请那么多博士，你只要需要做研究专案的时候，你花20万请他们做一个专业的这个报告给你，你要请一个硕士博士，1年是100万以上的费用，加福利。100万以上，你1年可以做6到8个专业的专案研究。小一点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请他们来公司上班，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的孩子拼命挤大学，大学发现没工作，只好挤硕士，挤硕士还没工作，挤博士。所以前2天2个礼拜前，邮政总局邮局开始要招考，要招考邮差，来了26个博士，做邮差啊。这些年轻人很可怜，都是我们这些大人害的。我们设计了这样的社会的制度，让他们 K 书 K 到20、27、28，快30岁，可能出来还没有工作，双重伤害，浪费青春岁月。第二，又没有找到相称的工作，自尊受损。你要问你的孩子，你要求问上帝，我的孩子要走哪一条路？大学是他要走的路吗？还是神量给他的不是走大学的路，是动手的路，以至于他出来工作10年之后，以他的实务加上研究，他再去拿一个高等教育文凭，来整理他的实务经验，不要被大学文凭牵着鼻子走，要运用它成为你生涯的跳板。不是一路蒙着头考上去。我常常鼓励很多年轻人，30岁上大学或者考硕士就可以了，22岁出来工作5年8年，扎根我的实务经验，于是真知道，打从心里知道我到底要念什么。于是30岁你拿了文凭，100%用在你下个阶段的工作。现在80%到90%年轻人高等学历，没办法用在他的工作，甚至是找的工作行业跟他所学的完全无关。OK， 我要重复，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改变了。我们阿公阿祖那个时代，有高中毕业就可以做大事、做大官。这个时代不是这样玩的。你可以讲，你是老板，你要什么人？好。好，以下我们迅速谈第一个，这个有关教养里面很重要。前面的根基，我想很需要让各位了解整个时代背景的变化。整个背景不一样，你所进行的事情的做法就不一样。同样，你是种苹果，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纬度种苹果，你的种法不一样，同意吗？同样是人的生命。50年前台湾社会这块土地的这个氛围，跟50年后今天台湾社会的东西、全世界的东西不一样，养孩子的方式也不一样的，你要留意的事情也不一样的。就好比50年前、80年前，我们顶多把钱放在哪里？邮局啊，多一点到银行啊。而这个时代人对于金钱不一样，了解吗？教育也应该如此。教育不应该还是跟半个世纪以前一样的游戏规则，不应该如此。所有的东西都变了，你的方式也要改变。OK， 好，那其中有一个根源，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变？是因为我们当父母亲的角色开始出现问题，我们不再重视父亲母亲的角色，不管你我的宗教背景、学历背景，我们不再重视。只要做这件事情没有赚钱，都觉得没有意义，就不要做。好，我
们被世界催眠、训练，用经济学看人生。各位，你觉得人生只有经济学吗？如果你想想一下，人生只有经济学，我们活的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什么事情都要斤斤计较。神给我们好几公吨的祝福都不要了，我们抓着那几斤在那个斤斤计较，因为我被这个世界训练，人生要盘算，我们要打开眼睛，从神的眼光看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不能用金台币来算。好，第一个是我矮化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不会做，我也做得不够好，社会价值认同感很低。我是大学毕业的，我干嘛在家里包尿片啊？你知道所有的总统都是从包尿片长大的吗？所有人类伟大的人物都是从母亲推着摇篮一天一天摇出来的。你知道你正在准备为台湾教养一个改变台湾命运的总统吗？哪一个妈妈可以告诉我，你可以笃定的说，我的孩子未来不会当律师，我的孩子未来不会当牧师，我的孩子未来绝对不会当行政院长。没办法笃定，对不对？现在世界上所有伟人，当他还是婴儿小 baby 的时候，没有一个母亲，没有一个父亲知道说，我的孩子未来现在是林肯呢，这么厉害的林肯。你知道吗？多少伟大神定义要解救台湾的总统就这样流失掉了。我们说轻易交给保姆，轻易交给菲佣，变成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太轻看神给我们的天职，就是父亲母亲。因为父亲母亲不是社会给的，是天给的。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要生都生不出来吗？以前人不相信，以前认为反正生命，反正这是我决定的。现在人越来越相信，怎么生，怎么样吃药，怎么样医学，怎么样试管都做不出来。现在人逐渐体会，生命权果然在神的手上。神不给你孩子，你怎么弄都弄不出来呀、神要给，噼里啪啦一直生啊。我们在那教育的孩子，有2个家庭生6个孩子啊，很多生4个，反正只有2个。坐在那这做了几年之后，发现有孩子很棒哎，多生2个，因为享受天伦之乐。我们已经很多年、数十年没有经历天伦可以是快乐。各位，你看他前几天不是有个天伦惨剧，拿着枪 biang biang， 啊，那么有钱，钱花随便花100年花不完的钱，有什么用？这是人类可惜跟可怜庸乱的地方。我们这么努力，台湾人真的很努力，很节俭，但是最终当我们用经济学盘算人生的时候，盘算到用枪把兄弟杀了。因为算来算去算不拢啦，钱不够了，20亿怎么够？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被催眠了，钱太重要，钱大于生命，错了，各位弟兄姊妹。神说有一知足的心很重要，因为其他的神都会加给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度的义，这一切都有了。而且那个一切都有了，是没有忧虑的。神所赐的福是不带忧虑的。这世界上你赚来的福，你会害怕不见了。你挤上当总统，会怕被挤下来，想办法第2任继续连任，对不对？每一个总统都很害怕。这世界的福会让人害怕，神给的福啊，我们不要被这世界诱过去了。好，自我喊话一下，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扩张自我认知啊。我们要相信神，当父亲母亲，我是要为神的国、为这个社会、为台湾这个国家预备下一个阶段的领导人啊！我们要培养企业的领导人、社会的领导人、教会的领导人啊！要从我们这些人家中而出啊，属神敬虔的后代，要来领导国家。不
不然以后什么法都可以立，什么乱七八糟的法都可以立，只要合法都可以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责任是这么重大，你真的不是只是包尿片啊！你下次包尿片的时候，拍拍孩子的屁股说：“哎呦，未来的总统加油啊！”哎呀，为什么不能有这个信心？为什么一定相信他不好？为什么一定相信他？我大学毕业干嘛搞这个？表示他比你差。家庭很重要，家庭让一个社会能够有稳固的力量，也帮助教会有稳固的力量。不然牧师天天要辅导家庭，很辛苦，没有时间传福音了。好，这个自我价值多重要呢？我举个比方，有一个年轻人每天早上起来，凌晨就半夜都起来做豆浆，天暗着亮出来卖豆浆，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卖豆浆。他为什么卖豆浆？因为他爸爸也是卖豆浆的。他爸爸为什么卖豆浆？因为他阿公是卖豆浆的。他们说我们是卖豆浆的人，我们是，所以我们是卖豆浆的人，我们就不会卖咖啡，对吗？一个认同自己是，我们是卖豆浆世家，我们是豆浆世家，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卖咖啡，同意吗？当人这样想的时候，就不会卖咖啡。请问卖豆浆世家的人卖咖啡犯法吗？有没有抵触圣经的原则？没有，可是他们就是不会做。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起来，忽然想说：“哎呦，我们是卖早餐的哎，请问卖早餐的人可不可以卖豆浆也卖咖啡？可不可以卖烧饼也卖汉堡？”他对自我的认知改变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卖豆浆哎，我们是卖早餐哎。这个想法比较大，于是他行为就改变。各位，我们要改变自己当爸爸、当妈妈的想法。我们不是真的是没事干，只好在家里包尿片。我们是从神领受这个职分，我们是在为台湾这个国家预备下个阶段的领袖啊。第二个，这也是我们头痛的问题，也是让很多人不敢生孩子劣质化的趋势。台湾人说草莓族，中国人说果冻族。他们说1985年。因为经济开放，在中国开始进口美国的果冻，所以那一年出生的人叫做果冻族。为什么是果冻族呢？因为这一群人跟草莓族很像，不想长大，不负责任，事情做了不喜欢就离开。还记得刚才的影片吗？请问青年失业是什么失业法的比较多？什么叫自愿性失业？大爷我不爽。不是老板不要我，是我不要老板，没有吃苦的心啊。坦白说，现在工作已经没有苦啦，跟以前比起来，你还记得以前的苦吗？现在工作怎么叫苦呢？只是不爽而已啦。我们现在孩子活得太窄了，这样也不爽，那样不爽，他只有这样才爽。我们给他人生太窄了。我们要从小训练孩子，这个也可以经历，那个也可以经历，他在这个经历范围里面都觉得可以面对，不然我们的孩子未来活不下去啊。88%这么高啊！所以我常常鼓励年轻人，你的工作大把机会，不要，虽然这个数字是如此，你跟着他们，你就是在那个数字里面，也不跟他们，机会多的你慢慢挑。为什么？100个人里面几个人已经离开了？88个人离开了，随便你挑哪一个工作，你只要培养你的孩子有责任感，多一点耐心。当大家都走了，都是你的机会。老板苦着没有人了，没有员工了。所以不是没有机会，是我们要怎么样运用生命，神给我们的机会。好，英美说最愚蠢的时代，25岁以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时代，这是一个榜样充斥的时代，这是一个数位游民的时代。什么叫数位游民？英美教授在2008年左右写一本书说，英国、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愚笨的年轻人世代出现了。为什么呢？他说他们用
人类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工具把自己变笨，就是3C 网络。因为在3C 网络上面，各位，人要有智慧是第10个层次啊。而第一个叫做资料 data， 第二个叫 information 叫做资讯，第三个知识叫做 knowledge， 第4个叫做 wisdom 叫做智慧。你知道，人真正要能够解决问题，你需要知识跟智慧，同意吗？企业有竞争有压力，你不能只是靠几个 data information 就可以搞事业啊！你要有知识，专精的知识，你要有智慧。可是年轻人几秒钟网页跑来跑去，顶多看到的就是资料跟资讯。所以现在年轻人用最聪明的工具把自己变笨，没有知识。你要留意你的孩子，你花了这么多钱给他这么先进的工具，让他变笨的速度很快的。各位，我举个例子，你都听懂了。妈妈去菜市场买菜，买了各种各样的菜回来。这些菜呢，加起来都叫做资料，可不可以吃？不能吃，对不对？要有一个过程。好，妈妈把一些东西洗一洗，切一些，我们是不是腌了？下午晚上煮了来吃。这个半成品可不可以吃？也不能吃，对不对？大部分的半成品洗好饭也不能吃。这个东西叫做资讯。资料是一个非常 raw material， 是一个基本最原始的材料。几个原始的材料有彼此的关系，把它稍微结合在一起，加工品、半成品，这个叫做资讯。OK， 好，把很多有关的资讯有条理的结合，更完整的架构，这个东西叫做知识。知识才让我们有效的解决各种问题。好，妈妈就开始炒菜，炒出芥蓝牛肉，这就叫做知识。他再来一盘什么？还有什么？妈妈还做什么？啊？还给葱爆牛肉，来一盘红烧鱼好不好 ？OK， 再来一个番茄炒蛋。这4个都是知识，不同的知识，因为知识才有营养。你把这一盘一盘吃进去，这每一盘加起来有绿色、有黄色、有氮、有碳水化合物、有矿物质、有纤维质，这个加起来才叫做让身体健康，同意吗？于是这每一盘菜加起来就变成智慧。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只是在网络上，在这里面进出找到一些有趣的资讯，天天嘻嘻哈哈，他就会没有用。台湾年轻人，这世界上至少有30%的年轻人，未来是没有人生的，因为他们每天滑手机5、8年，他的生命都滑掉了，把他未来机会都滑掉了，他都在前面2个滑来滑去，他没有学到任何知识。玩电玩有几个人玩出可以开企业？韩国听到1、2个，台湾听到1、2个，加起来3、4个。你的孩子是这3、4个里面其中1个吗？那个几率太低了，所以要让孩子走到知识跟智慧的层次，一套一套完整的知识学习，下功夫啊！下功夫去学。好，我们的孩子变成 M 型化，其实7年级生出现 M 型化的这一代孩子，意思是某一端大概只有1成不到2成的孩子，他们借由这个聪明的工具，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过去这10几年下来，从西方到亚洲到韩国到台湾，有30岁不到的亿万富翁以及企业家。但是大概只有1成多一点点，其他另外一端8成到9成呢，就是只在资讯跟资料经济住宿的年轻人，人生没有机会。你要留意你的孩子在网络上在做什么，因为那个网海啊，比图书馆更惊人。OK， 好，M型化孩子没有都劣质化。只是我们的工具的使用错误了。7年级生是第一代以高学历1个人
到尼泊尔、到泰北去做社会服务的。6年级、5年级、4年级生，我们是跟着基金会、跟着组织到世界去做服务跟救难的。只有7年级生，几乎是台湾第一代一个人背包客，以高学历进入贫穷的社会，他们可以高到这个地步。因为7年级生，如果你是7年级、8年级生，你们人生可以高到这个地步。但是不小心，你们可以低到你们一生没有机会，因为你都在资讯网络上进进出出，资料、资讯、好玩、有趣的贴来贴去、传来传去，搞笑的东西。你要留意，我们的孩子绝对有机会在最高端，因为这个工具太厉害了，数位工具的影响力超乎你的想象。当他懂得用的时候不得了。他可以一生在台湾却影响世界，他不用离开台湾这个地理位置。但是如果用错了，他一生走不出去，一生在虚拟里面兜不出去。你要留意这个状况。OK， 好，第3个，将控制当作教养，这是我们的迷思。我们总希望孩子乖乖的，对不对？要听话，把孩子控制好，我们就有行为控制、国家政策、专业指标。但是我们却发现，生命样式与价值没有统一的量器。我们只想把它控制好，控制不等于教养。所以很多孩子到了国高中，我接了很多妈妈打电话来，我的孩子一向来都很乖，过了暑假忽然变坏。没有人会忽然变坏，就好像一棵树不会忽然变坏。树为什么变坏？为什么这一季长完之后，后来都长不出来了？它的树根可能好几季以前早就烂掉了，只是树干留下来的养分继续发芽，继续用完，这一季哇，下一季就没有长出来了，所以它不是这一季才死掉，好几季以前已经死掉一半了，因为根早就烂掉了。你我的孩子为什么到国中、高中忽然间变得这么坏？翘家，他绝对不是那个暑假忽然间变坏，而是他好长的一段时间，只是他还没有那个声量，他不敢作怪，他只是在酝酿，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练习，没有被抓到。于是到了国中，打算比你一样高了，高中跟你一样，跟爸爸一样高了，他敢做出来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人忽然间变坏了，没有人，也没有一棵树忽然死亡，除非说极恶劣的病毒才能够立刻死亡或者出现问题，不然大部分就是渐进式的恶化。所以你要留意，不要用控制，不知道只是控制，你要了解孩子里面发生什么问题，他为什么不要，他为什么要这个，不要只是控制说做这个那个不可以，不要只是控制。如果控制是最好的，各位听清楚，如果控制是最好的，我必须说，坐过牢的人应该是生命中最善良的人，因为他曾经被控制了最严厉，因为他被控制了乖乖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如果你只是要控制孩子乖乖的听话，不可以看这个东西，不可以做那件事，他没有在生命的里面改变，他的心没有归正。神说我们要保守什么地方？保守是想保守一切，作为保守一切，因为一生总要重新发出。所以如果你的教养没有教养到他的心，只是控制他行为，到了打电话，回来打电话，然后回来控制好，其实他有些地方恶化了，你都不知道。不要用控制的。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做个实验，你就知道控制的力量多惊人。各位同学把眼睛闭起来一下。来，我们试试看，去体会一下，把眼睛闭起来，来，深吸一口气，再吐出来，来，听我的指令，好不好？听我的指令去想象，好，听我的指令，不要打开眼睛，来，预备，不要想红色的苹果，不要想红色的苹果，不要想红色的苹果，来，打开眼睛，刚才有想到红色苹果的举手动看一下，情况下，可是我叫你不要想红色苹果啊，你为什么还想？可是我叫你不要想啊！
我们跟孩子说，不要打弟弟，不要打弟弟，你不要打。对，他听到什么？他只听到打弟弟。不要说谎，不要说谎。所以他听到什么？说谎。所以我们的孩子说谎、不听话、打弟弟，都是父母亲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来，我们想要控制，不要是一种法律性字眼。喝酒醉不要开车，喝酒不要开车，红灯不要右转，对不对？这都是法律，法律都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诈欺，对不对？法律都是控制性字眼。所以，如果你的家里面充满了不要的字眼，表示你的家充满了律法跟法律。这不会让人心归正，只是让人想要逃避，同意吗？请问红绿灯十字路口出现，什么灯出现才要右转？确定吗？还是没有警察就右转？管他绿灯红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不要想红色苹果，你要怎么说这个人才不会想红色苹果？但是也可能想到红色苹果，因为绿色，因为苹果红色绿色很靠近。怎么样确定他不会想到红色苹果？你要怎么说？巧克力蛋糕，想汉堡，想冰淇淋，他就不会想到红色蛋糕了。啊，这个红色苹果啊。好，孩子打弟弟，有个打弟弟要怎么说？爱弟弟，爱弟弟，爱弟弟。好，要爱弟弟，保护弟弟。过马路的时候，牵弟弟过马路。他继续打弟弟，要怎么说？继续说啊，他说什么？你们教孩子只教一次啊？教完一次就放弃了吗？所以他继续打，该怎么说？爱弟弟，保护弟弟，牵弟弟过马路。他继续打，你继续说什么？爱弟弟，保护弟弟，牵弟弟过马路。就好比一个人学台语，一个人学游泳，要下水几次？对啊。你不能让他下一次水，好喝到水，好吧，那就不用学了。你一直学，一直下水，一直游，下水再游，下礼拜再去，再下水再游，下礼拜再去，2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游了。你懂我意思吗？你继续告诉他，爱弟弟，保护弟弟，带弟弟过马路，爱弟弟，保护带弟弟过马路，你就训练他真正学会爱弟弟的过程。但你不断说不要打弟弟，不要打弟弟，就是告诉他不要想红色苹果，不要想红色苹果。你在训练他打弟弟，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的头脑跟行为，不能用负向指令，却要求正面的行为，人做不到。人要给他正向行为的指令，他才可能往那个方向走。不要想红色苹果，那我脑海在想什么？头脑空白，但是红色苹果很清楚。你想想看，不要想红色苹果有几种可能性要想，无数。你懂我意思吗？当你说不要打弟弟，那有无数的可能性，那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啊。一时之间无数的可能性，但我做不来，不是所说。但是打弟弟很清楚。好，这叫做正向管教，这叫做正向的教导，不是用控制的，不给打弟弟，不要偷懒，不要说话，不要小气。你让孩子不要小气，要他做什么？要分享。所以你要说什么？要分享。下次朋友来，他小气要说什么？要分享。你自己说，你不断要说给他听，你不断自己做给他看。他有一天就不知不觉只会做分享，而不是小气。好，这个很有力量。再来 ，OK， 这是帮助孩子学习自学、自主、自理的能力。当我们不要用控制的时候，我们用正向的教导的时候，告诉他那是对的，那是对的，那是对的。OK， 我们一直在这样说，他一直看到，一直听到，我们一直给他机会去做，只要重复做就变成能力。重复练习数学，数学就进步，同意吗？重复的游泳，游泳能力就进步；重复的打弟弟，打弟弟的能力就进步。以后打的弟弟很痛，也看不到伤害。你懂我意思吗？哎，我是老大，
我这边有2个弟弟2个妹妹，我从小长大，我打弟弟打出心得来。作弊是不是也是一样？开始作弊很紧张，后来作弊没有人可以感觉到，因为什么？因为太自然了，熟练熟能。只要你不断教导正确的讲得来，他马上知道。教导真理，告诉他真理，告诉他真理，告诉他真理，讲得来，他马上知道。所以不用告诉他什么是假的，不断告诉他什么是真的，真的，讲得来，一下就比对了。银行员训练的其中一个方式是让他不断摸真的钞票，不断摸，只有一张不像真的钞票，那就是可能假的。所以不用训练假钞票，不用训练假钞票。但是这个社会正在教导我们，包括教育界，告诉我们让孩子去试试看，包括同性恋，包括性关系，不要等到18岁以后，14岁以前，这即将要进入我们的学科里面。体验性，性是自主的，性就像呼吸一样，为什么不能做 ？OK， 他们从小就要训练，让他们性解放成为很自然的现象。如果我们不给他正确的，他们没有办法分辨能力。你知道，有一些生意人卖盐巴、卖糖这些东西卖到所谓的比较落后的族群里面，他们怎么卖吗？他们教他们怎么用盐巴跟白糖，什么东西都要加盐巴，什么东西都要加糖。于是他们大量卖得很好。当他们可以在训练的时候，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盐巴，从来没有吃过白糖。于是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这些生意人就教他们怎么用。哇，突然发现不一样，一再训练。于是，在那些部落里面，在东南亚一些部落里面，他们用盐巴跟砂糖，几乎在他们生活里面，后来变成最重要、最平常在用的东西了。结果他们都得糖尿病跟高血压。你给孩子什么东西，他就吸收，就变成他。你可以想象吗？你的孩子如果现在可以变成满月的时候那么大，把他送到纽约哈林区，交给一对黑人夫妻，然后这对黑人夫妻3天2头进监牢。20岁之后，这个孩子回来，会像你的孩子吗？不像。如果这个孩子有机会变成满月，再回来变成满月那么大，送到法国交给外交官，法国外交官抚养。20岁之后从法国回来台湾，会像你的孩子吗？那哪一个才是真的他？所以，我们的孩子可以变成总统，也可以变成强盗，即使是基督徒生的孩子，同意吗？重点是他成长过程是怎么长大的，怎么长大就变成什么人。把他丢在纽约犯罪率最高的那个地区，他长大就变成罪犯。为什么？因为那是他日常生活。所以你的孩子是在什么人环境中长大，你给他交给什么人教你。你的孩子是被媒体教大的，看3C用品长大的，那你的孩子的几率就没有多大了，因为从网络媒体里面得到的教育性的东西太少了，都是扭曲的价值观跟娱乐性、享乐主义的东西。你要留意，你给孩子吃什么东西进去嘴巴里面，他的身体血液里面就会有什么东西，同意吗？某一些不应该出现在血液里面，从小长大一直吃，吃到30岁，血液就完蛋了。一样，孩子的生命里面，心智、思想也是一样。你不断给他什么，他就有什么了，他就变成什么人了。好，所以教养不能是用控制的，要正面教导。OK， 来看一下这一段。第2段影片。
弄错了，这不是第二段。先回到我的影片里面。看我刚才给你的时候有点错误。好，那个是在后面，我们就先下去好了。但是你看看这个哈，我想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因为它是一首歌，好，所以很多人有听过，对不对？好，你听听看，这就是控制性的教养。右二的，我右二。对妈妈，你是不是每天也这样子？没有道理，说了算。重复到36岁给他还要，所以这不一定是最好的。好，看爸爸，爸爸也有。看看是不是跟台湾爸爸很像。
对爸爸是这样子吗？请问这个爸爸妈妈的行为是不是我们的写照？妈妈从早念到晚，所以妈妈都变成唠叨的妈妈。然后问到孩子的问题，爸爸说什么？问你妈，问你妈。老师打电话来了，老婆，还有什么事？各位，西方到东方到亚洲其实都一样。所以第一个控制性的，像这个妈妈，还用控制性的方式。当他用控制性的方式的时候，孩子天天这样念，孩子不会变好，因为在控制的过程里面并没有学到。人只有被教导才学会，人被控制不一定学到东西，懂明白吗？所以不是用控制的，因为控制没有教，其实没有意义，他只是不做你所控制的事，该做什么他没有学到。OK， 所以教导才会学会东西。如果一定要教，所以好，妈妈是用控制的，爸爸呢？这个问题那是妈妈的事。这个在华人社会里面也是很严重的问题。爸爸是家里的业务部的经理，业务经理，妈妈是妈妈是负责内政部，还要负责两个家庭的协调。两个家的事情，有的时候不是爸爸也会处理哦。我发现台湾很多是妈妈、女性站出来处理你爸爸我妈妈的问题。很多男性只负责工作回来，不是看电视，都是打电话。所以我们要留意，这是两个人的事。如果是妈妈的事、太太的事，就会变成无父家庭，或者父亲成为家庭边缘人。各位，很多青少年的孩子不知道他爸爸下个礼拜要去出差。他甚至不知道爸爸的工作，但是他已经知道周杰伦明年的行程。你了解这个意思吗？爸爸是陌生人，周杰伦大概比较熟，因为这是很大的危机啊，这个是关系里面很大的危机啊。再加上如果是妈妈的事，通常爸爸妈妈不同调，变成两个领导中心。各位，你想想看，你的公司总经理跟副总两个人不同意见，请问你要听谁的？听自己的，这个公司就四分五裂，每一个人不知道听谁的，听你也不算。等一下副总带的时候，副总给我抬一跳；开会的时候，总经理带；开完会之后，副总带，由副总带大家。那听谁的？听自己的。这个公司四分五裂。神也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一个组织只能有一个老大，上头是头。神创造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啊。所以父母亲都成为国家的劳动指标的时候，我们家庭婚姻就一定出现问题。夫妻同心分工合作，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休息期间，我带了我这几年写的书，叫做《父母教练》。那么20年的企管讲师的经验，以及18年的教养经验，我把它结合，成为父母教练的角色。我因为这次今天坐火车来，我只带了10几本，你有兴趣上来看啊。拿去翻一翻，如果你想买，今天也可以买，今天有8折哦。不会。好，我们继续下去这几个迷思，我就是多快一点。第5个迷思是孩子是家庭的中心，华人社会的父母亲常常把孩子当成中心，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夫妻之间还会讲叫彼此间叫 honey 叫亲爱的，但是生了孩子都变成爸爸跟妈妈，妻子跟丈夫的角色就不见了。于是呢，我们就绕着孩子像直升机一样，天天只有孩子的事，并没有夫妻相处的这件事情的延续，这是个错误的事。因为神说，人要离开父母，2人联合成为一体。意思是说，你的孩子有一天要怎么样？你的孩子离开你是神的旨意呀。人要离开父母，以至于他长大学习扛自己家庭责任，他一定要学习独立，所以他要离开父母。离开不是隔绝，离开不是断绝，
OK， 他需要学会自己住在一起，跟夫妻之间。于是牵手，夫妻牵着手是走到死亡为止。夫妻牵手不是走到孩子成家立业，夫妻就停止，不是的。夫妻的关系从结婚一直到夫妻之间死亡为止。但是当父母亲的角色，通常只有18到20年左右。或者多一点，25到30岁，孩子离开了，甚至出国去了，成家立业了。我只是当名誉董事长了，我已经不能像早年一样再介入我孩子的家庭了。我介入就是破坏者了，我就破坏我的孩子学习主持他的家的责任跟能力。就好像孩子学写功课，我看他写得慢，干脆我帮他写好了。所以你帮他孩子写功课写到18岁，你的孩子什么都不会，你的能力进步。你介入孩子的家庭，他结婚了，生了孩子，你还介入他的家，你的孩子这辈子不会知道怎么去主持他的家庭。了解我意思吗？华人父母亲这个界限没有了，以至于华人父母亲很辛苦啊，头发白了，孩子已经有孙子了。还要管孩子，孩子还会打电话，妈妈，我家的沙发要换，你觉得可以吗？现在都还有这种事，做太太的受不了了。但你这是谁的家？各位，神说人要离开父母很重要，儿女要学会扛起自己核心家庭的责任。我是一家之主，我们夫妻结合，于是我们生出下一代。但是夫妻的关系并没有终止啊，同意吗？夫妻要继续维持，所以像我们自己做在家教育，孩子常常在家，我常跟孩子说，对不起，现在是爸爸跟妈妈的时间，请你们到房间去读书，好好读书，不要打扰我们。但是大部分的华人父母亲是夫妻本来要谈事情，孩子一来，夫妻的关系就不见了，只剩下爸爸跟妈妈处理孩子的事，以至于知道吗？3、5年前台湾出现一个现象，结婚30年的夫妻是离婚率最高的族群。哎，对，干嘛还守着这个破旧的婚姻？因为2个人吵了30年，为了孩子的事，2个人并没有经营夫妻关系。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说人要离开父母。儿女长大要飞啊，他自己有自己的天空啊。夫妻要走到80岁、90岁死亡为止啊。可是30年为了孩子没有夫妻生活，这是错误，这是极大的错误，这是很冤枉的悲哀啊。2个人结婚30年奋斗，孩子终于长大有出息了，结果婚姻破裂了，这不是很冤枉、很可惜吗？就差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培养优质的夫妻关系，是夫妻一生的努力。不管你有几个孩子，孩子的是第2件事，夫妻的事是第1件事，在家里。夫妻结婚就是我们2个合伙人成立一个组织，孩子是后来加进来的，他们有一天要自立门户，这才健康啊！这才健康。于是你就成为你的家族的名誉董事长，你是大家长，你生了2个孩子、3个孩子，娶了媳妇儿，然后生了一堆孙子，你是大家长，你是名誉董事长，你不要再介入了，不要再介入了，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带欢乐给他们，带盼望给他们，不要介入他们的生活跟一些事情，交给他们自己去做决定的，因为他们要学，人没学不会成长。都你拿主意，你的孩子不会长大，他要学会拿主意，失败再来，失败再来，就好像学数学一样，写错了再来，写错了再来，他终于懂了。孩子游泳、喝水。来上来，老妈跳下去游给你看。老妈一直游，老妈游泳进步，孩子还是不会游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孩子的问题你不要老是贴下去啊。OK， 好，后面我会提到那4个角色的扮演，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华人社会，特别是致命伤。从亚洲我去过大概4个国家，华人父母亲常常太爱孩子了，却用爱来不小心害了孩子，这是最冤枉的伤痛，最冤枉的，好可惜，好可惜。要留意，因为神的旨意是夫妻结婚，人不能离开，人不能拆散夫妻，连儿女都不能拆散夫妻。不要因为儿女而拆散夫妻，这不属神的原则，不是属神的原则。因为夫妻就是牵手走到死为止。好，第6个，不要输在起跑点。这20多年来，台湾的父母亲被这句话吓坏了。这是行销用词啊。人生有3个重要的点，一个叫起跑点，一个叫转折点，一个叫终点。注意看，我参加100米赛跑，前面99公尺我都跑第1名，最后1公尺隔壁的鼻子比较长，他冲出去了，我变成第2。我说裁判不公平，大家有目共睹，前面99公尺都是我第1名，对不对？谁保持第1名最久？我啊，我是不是理当第1名？好像又有道理，好像又不是这个世界的规则。所以决胜负在什么点？起跑点。啊，这是终点。如果是起跑点是还没响我就先跑，你会赢吗？比赛的话，哨声还没响，你就先跑，给你几次机会？2次。你2次先跑，出局，比赛都没有。你知道台湾孩子就变成接受这个命运。为了要赢起跑点，提前学，学到小学1、2年级没胃口学啦，学到高中，学到大学不想学啦，因为太早学了，夭折了学习胃口啊。人生决胜负绝对不是起点，真正决胜负在什么点？终点啊！没有到达终点没有意义啊。另外转折点。人生如果是80年才盖棺定论，80年过程里面有很多转折啊，婚姻问题、健康问题、财务问题，很多转折啊，转错了一生走不到终点。就像跑马拉松，有没有？啊，最近台湾这10年，这个跑马拉松太热门了，1年有200多场，太惊人了，全世界大概很少这样子。跑那么远，跑，你转错了。你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就跑不到终点了，你懂我意思吗？你跑再快没有意义，因为你跑错了，你转折点跑错了。人生在学习，在职业，在婚姻，在健康，在财务的考验点上转错了。为了那个财务不择手段，为了某一个财务的需要、职业的需要。结果你过度的缺乏该有的品格道德的这个转折，你会发现人生后半生全毁。所以不要输在起跑点，千万不要再被下来，没有意义。你要问谁定的起跑点？别人定起跑点，你干嘛跑？你跑100米的，别人隔壁跑5000公尺，啪一声你干嘛跑呢？那是5000公尺在跑啊。别人定的起跑点，你干嘛跟他跑？因为你的孩子人生方向跟他一样吗？不一样啊！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天命，不同的人生使命。那你为什么跟着别人跑呢？对啊，谁以及如何定输赢？他是怎么定输赢的？然后呢，过程跟终点又如何？以及你要付上什么代价？是我赢了，可是付上什么代价？很多孩子赢了。分数失去了人生啊！是啊，每一年考试不错，拼命压着考，哇，分数赢了，人生没有了。到了上了大学，什么都不想念了。有一个孩子，父母亲逼着学英文，英文学得很好，在国中，在一次访问里面面对镜头，他说：“等我到了大学，我一辈子不要用英文。”赢了分数，输了人生。
因为被逼的学英文，英文也学得不错，逼出来的。可是当他有自主能力的时候，我一生不要用英文，学会又如何？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是他赢了，他付上什么代价？然后这个代价以及这个跑跟人生的意义价值有关吗？如果跟人生价值意义没关，干嘛这么努力跟人家拼呢？所以要留意啊，不要再被这20多年来一个行销的台词再被他吓了。最后 ，OK， 过程跟终点才是意义的所在。在这个过程，有没有培养起他对生命的意义的了解？他有没有因此了解他这一生他活着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人生目的，他的人生目的，以及他的儿女的人生目的可能都不一样。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计划，你要常常问自己，以及问孩子：为什么神让你生在我家，不是生在他家？为什么神让你我出现在20世纪进入21世纪，不是在18世纪？一定有原因的。如果我们的出生不是神的计划，而是随机，那我们就不用搞得这么复杂。反正没有目的，反正没有意义啊，空转而已啊。但是如果神不是丢骰子你来到世界，不是丢骰子的，神在宇宙万物间那个我们无法理解的时间长河里面，在创造了宇宙万物里面，人这数千年来几百亿的人类，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时间点的位置，以及空间的位置。神是一个大创作家，由他来定夺这一切，所以因此，你活在20世纪跟21世纪是有意义的，而这个意义可以连到哪里？连到跟神的关系这里，不是只有跟台湾的经济有关系而已啊，绝对不只是如此。如果你相信是神的作为 ，OK， 所以不用怕输在起跑点。你知道很多人一出生就已经注定要输了，原来他出生没有手没有脚，同意吗？在某个角度来看，你有看过没手没脚的人，可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影响多少人吗？你懂我意思吗？对呀，从莲娜玛利亚一直到利克胡哲，对呀，他们影响多少人？他们没手，他们一出生就注定输了。就人类的游戏规则来看，同意吗？起跑点输得很难，差得很难。可是他们多得胜的人生啊！不要，一点都不要考虑起跑点。我不是叫你放弃学习，不是叫你说那就不管孩子，绝对不是，而是不要被这个揪着心，拼了命，搞到后来孩子什么都不要学。我看到台湾太多这个孩子了，各种分析啊，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把各种分析资料给你看，我们如何赢了分数，输了竞争力。台湾的孩子，台湾竞争力。我在7、20年看清楚很多这种事，很多台湾得金牌的为什么都不见了，没有后续的发展。全世界太多金牌了，台湾的从学术界各种的金牌，可是为什么台湾产业还这么惨？有太多问题了，就是因为这种一定要赢的起跑点。好，还有培育职场竞争力，孩子真的要竞争式的人生吗？竞争式的人生是最幸福的人生吗？ OK， 不一定。职场竞争力决定人生幸福吗？人生是为了工作而存在吗？还是工作应该来服务人生？这年头，在这个开发中国家的人活着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工作故我存在，我没有工作好像没有价值。我们把工作当得比神更高，把经济当得比神更高。我们忽略了工作是来服务人生的，人生才是主戏啊，主轴是人生，是主要的戏码，工作是人生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学会去看到更高的价值，更重视的价值。你从耶稣的生命就可以看到这件事。
耶稣来到世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当木匠，还是成就救恩？他几岁才出来传神佛的道？他用30年的时间过人当木匠的生活。耶稣本身就在示范，成为人，他成为完全的人，他示范人生活该怎么过。所以到了30岁，他才出来做父要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你要了解，我们每个阶段人生的角色扮演。好，5年后的热门工作现在还不存在，所以如果你要为孩子算命，孩子适合什么热门的工作，你可能对他不一定是有利的，因为等他5年、8年、10年毕业之后，这个行业可能都不见了。所以不是往这个方面在走。从功利主义来看，有价值的人才可以创造市场上的好价格。什么叫有价值的人才？就是2件事前面所说的生命力加上专业力。孩子的软实力，他生命有品格、好态度，加上他有专业的能力，这2件事，这叫做有价值的人才。OK， 好，父母的属天职分，第一个祭司。为子女代求，各位可以看得到下面的经文吗？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约伯记第1章第5节，预备起。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之前，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是个父亲的榜样。就是我们在属灵的职分上、属天的职分上，我们是儿女的祭司。他们成长过程里面的无知、愚昧，因为成长过程里面很多的性命还在学习，那他们不经意得罪了神。我们要求神饶恕他们的罪，我们要天天为神为他们向神求饶恕，这是我们其中一个职分。第2个，先知，我们相对于儿女的角色，我们是属天属灵的，对他而言是先知的角色。我们是领受神对子女的启示。创世纪49章1节，雅各所说的，预备起。雅各叫他的儿子说：你们来聚集，我把你们肉必喻的事告诉你们。OK。所以父母亲要从神领受。你对我孩子的生命计划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相信阿爸父对任何的人都有一个生命计划，那你把孩子给我，我当管家，我是父母，我当管家，然后你是主人，所以请问是按照主人的意识来管理产业，还是按照管家的心意？按照主人的心意。所以主人啊，天父啊，你给我2、3个孩子的这个产业，你有什么心意？你希望他们未来人生走向哪里？请你启示我。我从你这边得到启示，我来教养他们走上他们当行的道，就是到了他们都不用偏离，因为那是神计划要走的路。所以我们是儿女的先知，我们跟神求。既然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不是给他，可是这个社会不一样。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教，你的孩子交给他辅导，他的孩子请他当教练。奇怪了，不如把我的孩子生在你家，你的孩子生在我家，他的孩子生在他家，不是得了吗？到底是人搞错了还是神搞错了？是啊，你觉得一子而教是比较好吗？OK， OK， 但是我们只有一子而教，因为你教育系统完整之后，请问孩子1个礼拜几个小时在别人手下教导，你的手下有多少时间？你算比例，你就会知道谁影响他比较多。啊？有吗？除非你做到，就是你对孩子给予他的教养。
价值观、行为的影响是你给的更多。那如果没有，那就是他其实是别人的价值观之下长大的，所以才有现在这么多问题啊。为什么孩子到了青春期就不理父母亲了？这是很多的比例啊，同意吗？因为易子而教的概念。OK， 好，我们要，如果这个事情是我们比较大家想要比较多的这个思考点，易子而教，不管再怎么样，易子而教还是牧师的教导，我们要有一个重要的位分的看见，就是孩子一切的责任是在谁身上 ？OK， 好，所以父母亲如何扛起这个责任，运用社会资源、教会资源、世界的资源来帮助我教导我的孩子。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易子而教，从7点出门到几点他回家？美国高中生 ，OK， 回来我们还有教导的机会吗？我们顶多盯功课，盯功课达到了教养、价值观传递的目的吗？没有。所以你要留意，我要再说，30-50年前社会还没有负面教育的功能，社会还有正面教育的功能。所以很多5年级生的爸爸说：“王老师，你太紧张了吧？我以前也是没有人带大的，我也是，我本人都是。我在大家庭长大，我有5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我的爸爸有7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是被忽略的，没有人管我长大的。但是以前的社会还有羞耻感，做坏事不敢太坏。但是现在呢，你了解吗？以前的社会，就算彻底易子而教，整个社会的文化风范都还在，包括以前的以色列人，以前神还在云柱火柱带着他们，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易子而教，你要留意，到底谁在教？学校老师很有学问，你知不知道这个老师可能在两性关系很有问题？你知道这个孩子，这个老师可能在情绪上是会失控的老师，很多 OK， 所以你知道吗？所以这件事情，你如何运用学校资源、社会资源、网络资源、教育资源，但是你最后负责是你要有这个彻底的认知，因为很简单，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我相信耶稣一定会问：我给你的3个孩子，请问几个带来天堂？请问会问牧师，还是会先问父母亲？谁是第一责任？应该是父母，对不对？圣经没写，但是应该是父母。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直接交给谁？直接交给父母嘛。再来再问牧师啊，他去过你的教会，为什么不见了？牧师是第2责任，同意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彻底的位分的这样子易子而教，常常容易出问题。OK， 绝对可以易子而教，即便在家教育，我们都是一群父母亲一起来教孩子。传统非洲人说，我们要用一个村落的力量才能把孩子养大。华人社会以前也是啊，在台湾50年前，台湾都是街头巷尾的陈奶奶、张爷爷都可以帮助我们长大，都可以帮助我们看好孩子不会变坏，同意吗？以前的社会可以，一个眷村，一个村落，但是现在不是啊，楼上楼下不认识啊，所以整个社会的变化太多了。好，这是我们要学会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我相信这个产业是神直接授权的，所以第一责任是我，那我就要问我的主人说：你把这个产业托付给我，我可以怎么管理啊？他未来人生要走向哪里？试试看，跟神求。我在这里走了18年，我女儿今年上大2，我在辅导过这里100个直接面对面辅导过100个青少年在教育的孩子，带他们做青少年生涯探索。这些一半已经上了大学了，有1-2个毕业，有1个还结婚了。那他们如今都很感觉自己是走在神给他的天分的这条路上，因为他们不是按照政策长大。政策说7岁做什么，8岁做什么，不是。你知道，如果你是教职人员，对不起，我这样讲可能对你太尖锐了一点，但是你思考一下啊，
稍微在旁边思考一下，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国家这样说，人到了7岁一定要同样高度，长高大概135公分好了，太高了对不起压下来，脚骨头去掉130公分，体重45公斤太瘦了，喂他吃，这是不是很可怕的事？但是我们是不是7岁都要学一样的，8岁要学一样的，9岁要学一样的？这是更不人道的事啊！这是让里面的命啊，里面真正的生命啊，一直被压。你知道，你的孩子如果学得比较快，对不起，不行，你只能学这个，只能做这个。你的答案虽然已经是3年级的答案，对不起，你只能用1年级的答案不能做。所以这个是不是跟说你只能有135公分高一样的？你的心智不能比较高。如果上帝给你是音乐天分，你不要一直在那唱歌，现在上课在那唱歌。如果上帝给他的是一个舞蹈的天分，你知道猫跟歌剧《魅影》的编剧叫做吉利安，8岁的时候，20-30年前，8岁的时候，老师受不了他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坐下来，他老是动来动去，老是动来动去，然后字写的乱七八糟。老师说，告诉妈妈说，请你把他带去看心理医生，好好治疗一下。我妈只好把他带去看心理医生，他跟心理医生聊了老半天，然后，对不起，嗨，你好。他跟他聊了半天之后，说：“妈妈，我们到隔壁去。”透过玻璃看到吉利安在这个教室。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个医生放了音乐给他，看了一会儿。这个心理医生跟着妈妈说：“他说妈妈，你的孩子没有生病，他只不过想要跳舞。你知道，如果那个心理医生开给他那种蓝色的药，吃了不会动的，傻傻的，因为过动儿不要让他动，我们就不会有猫跟歌剧魅影的舞这2出戏了。这2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卖座的歌舞剧。我们的天才就是被这样扼杀的，因为要切旗。”也不能多学，就这样子。每个班上7岁跟7岁，8岁跟8岁。你知道，人类社会有哪一个环境是同年龄在一起的？只有学校学校是最不真实的人生人类任何族群、任何环境、任何地理位置，从来没有同年龄的在一起，连军队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假的社群关系啊！7岁不成熟，如何跟另外一个不成熟的7岁学成熟？7岁是不是大家都不成熟？所以7岁要跟几岁的成熟的人学成熟？15、16岁大一点的大哥哥大姐姐，对不对？教会就做对了嘛，对不对？青少年儿童，我们大哥哥姐姐辅导，对不对？我们青少年团契不会用同年龄当辅导嘛，对不对？我们会用比较成熟的行为的人去辅导比较不成熟的人啊。那7岁如何跟7岁不成熟学成熟？7岁不会德文，如何跟另外一个不会德文的人学德文？学不来啊。所以我们的孩子要成熟，只有一条路，他要有机会跟成熟的生命有机会互动。一个孩子一天10几个小时跟不成熟的同年龄在一起，包括在补习班。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代又一代越来越不成熟？我们早年一个家庭有14个孩子，今天早上刚才有人说的14个孩子，台湾1950年代平均生7个孩子一个家庭，光家庭就是个混龄的，对不对？隔年生一个就都差7岁，隔个1、2年差个10来岁，就好像小爸爸小妈妈一样。所以下面的都可以跟大的学成熟啊。台湾社会没有这种状况的，我们生一个，最多生2个，送去学校打上，然后每一个人都跟同年龄不成熟的在一起，所以霸凌这么严重。太多很多社会现象让我们看到，其实教育如果再说多一点，教育其实是一个社会制度，它不是为了养育生命而来的。
250年前到300年前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那之前爸爸种田，孩子学什么？爸爸种水果，孩子学什么？种水果。爸爸钓鱼、捕鱼，孩子学什么？捕鱼。好，后来有工厂，所以工业革命了，于是开始有工厂的大人、男人开始先去工厂工作，于是机器进步，连女人操作机器都很方便了。所以当爸爸妈妈都去工厂工作的时候，3、5岁、8岁的孩子怎么办 ？OK， 学校就成立。100多年前的公立学校是为了社会制度而成立的，因为孩子没地方、没人养啊，没人看管啊，所以只好交给学校的这种形式，让他们学会一套模式，以至于未来跟着他们父母亲进入工厂。所以，请问主科是什么科？语言，还有什么科？学校分主科，数学、自然是什么？这些都是科技。舞蹈是什么科？艺能科是只要考试他们有没有学？就不学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现在的教育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社会而建立的教育模式。所以人不学，没有经济价值的内容。碰到舞蹈，碰到考试，舞蹈、画画、音乐全部停摆。可是你看人类5000年文化，留下来可以卖几千万美金、几亿美金的是什么东西？舞蹈、音乐跟画画。哎呦，人类真的很笨啊！因为人类没有按照神的律来过生活。人只是按照经济盘算，结果算错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的孩子画画，不要说没出息。他未来花1000万美金，你做1万年都赚不到的钱了。当神给他的是画画天分的时候，当神给你的孩子是科学天分的时候，就好好学科学吧。你知道我们唱诗歌都会唱，每一个人都会唱歌。但是有些人唱歌，我们就不想唱，只想听。为什么？好有音乐天分的。哎呀，他怎么唱得这么感动人呢？我不要打扰到他，我不唱，我听他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唱，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有唱歌技巧，没有问题。但是有天分的人唱出来，我们好的安慰。这叫做天分，天给的那一份。所以我们要从神领受。我的孩子，你给的那一份是什么？请你启示。我没办法教，请你启示，让我给孩子机会，把这一份示范出来得自由。好，第三，我们有第3个属灵天赋人，叫做教师，按真理教导孩子。申命记6章6到7节，预备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运行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在现代文明社会，教导好像只剩下一个场所，什么场所？学校。可是对神来说，要教导人生命成长，在什么地方？家里吗？还有吗？路上到处都是。所以父母亲，你要扛起教导的责任，到哪里都是父母亲要把神的话传给孩子，这是我们的天职。然后孩子在技能上，我们需要借助国家社会的力量，要这样的运用组合，我们才能够把一个孩子的全人带起来。像路加福音所说的，耶稣的智慧、身量和神人喜爱他的心都成长，就是灵性、情感、智能、体能这4个部分全人发展，不是只有智能，不是只有知识成长，智慧、身量、体能，耶稣体能也被描述。我相信耶稣体能很棒，你看耶稣后面3年半的服侍，那是铁人的服侍啊，没有睡觉的地方呀。
3年半没有睡觉，你3天没有睡觉，你会看看怎么样？表示耶稣30年来他的体能训练惊人，而且人都睡了，他还要去祷告。你的祷告是一个纯人的真善根基。耶稣如果没有体能，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孩子去运动，让他去，拜托让他去运动。耶稣也是如此的，耶稣有体能的，才能够做账的。你知道，一个人体力不好，这样搞了3年半，结果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鸟兽散，你知道那个打击多惊人啊！那打击会把人打垮的，同意吗？尤其彼得，动不动拍胸脯，你死我也死，结果他还发誓我不认识那个人，不是吗？是不是？到这个地步，耶稣怎么承受得了？怎么承受得起？因为耶稣是全人发展，灵性、情感、体能、智能，他的情感，他的 EQ 啊，他不会因为环境而开始情绪失控。你如果被你的所爱的人背叛，你试试看，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像耶稣一样？我不是常说要像耶稣吗？我们就要让他有像耶稣一样接受教育成长的过程，才会变成耶稣啊。当我们的孩子跟耶稣成长过程不一样，怎么能够变耶稣呢？所以我们要按真理教导孩子。好，以下我迅速从教练的角度，我再去分析实际上怎么去做，怎么做？第一个，父母教练的核心任务，如果你要在父母教练的这个角色上的扮演，我常常觉得台湾父母亲许多时候比较像选手，孩子像教练在旁边纳凉。帮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妈妈赶快，我要出了，我要吃饭了，赶快便当做好了没有？哦，妈妈累得跟什么一样？妈妈应该是让孩子累，因为孩子得到训练，得到磨练，人生的竞赛他会得奖。当你自己在那边被孩子操，你的能力越来越大，你的孩子越来越无能。我们当教练，孩子是选手。我们可以在旁边跑，鼓励他加油，赶快再多一点，把人生经验跟他分享。教练陪伴，但是要流血、流泪、流汗的，他一定要，不是只有父母亲流泪、流血、流汗。睡觉了，跟先生为了孩子还哭了一个晚上，是应该孩子哭，自己没有成长，他要为他自己生命负责，明白吗？我们要为我们的角色扮演负责，每一个个人要为自己生命成长负责，因为命在自己里面，孩子的命不在我里面，同意吗？孩子的命在他自己生命里面，在他身体里面，已经交给你了。上帝已经把孩子的命交给他自己了，他要学会负责，为他的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负责。而父母亲，我们的角色的任务要扮演。就是前面的天职，以及下面我分析他的行为动作是什么。第一个，供应，我们要供应生活需要、心理需要到关系需要，这个需要比较被忽略。下面这2个需要，我们在台湾社会已经越来越了解了。孩子不是只是把他吃东西养大，也照顾孩子的情绪、情感的需要，但是关系的需要我们被忽略。我举个例子。孩子3岁的时候，2、3岁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去公园玩的时候，几个孩子玩得很快乐，嘻嘻哈哈，父母亲在这边聊得很快乐。没一阵子，孩子会说：“妈妈，你看我在这里。”妈妈也说：“宝贝，我们在这里。”孩子这样子就够了吗？他很可能会继续做什么动作？冲过来抱才算数。你知道，对一个生命关系上的需要，不是因为在概念上我知道我是你儿子，我就放心了。你不来抱我没关系，你不问我没关系，不是的。关系的需要是清楚到要血肉相碰、身体相碰才算数。你可以想象吗？你老公娶了你，你娶了个老婆，然后好了，
反正我结婚戒指都会戴着，反正我也不会有外遇，但是我都不碰你，我也不跟你说什么话，反正你也知道我不会离婚，你知道证书上也不会变，房子名义是你的，但是没关系，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这是夫妻吗？你要这种关系吗？所以你知道吗？人忽略了关系的需要，不是因为法律证明就够了。关系的需要是到我们身体要接触啊、看见啊、拥抱啊、交流啊，这才满足关系的需要。但是父母亲太忙了，我早上刚才不是说吗？我们忙的时候，孩子要我们都说等一下，一等等好几年，等到孩子长大，随时跑掉了，我们追不上了，我们说孩子等我一下，孩子说什么？等一下，这是暴力啊！或者说他学会了方法，他学会了我们教他的，叫做等一下。他真的学会了，他学得很好。OK， 好，所以这个供应才能被忽略了。陪伴，牧师说得很清楚，教练就是用生命陪伴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包含其他东西，叫做教导，叫做身教，叫做鼓励，叫做鞭策。基本概念就是用生命陪伴的过程。这是我们父母亲要做的。第二个，保护 ，OK， 我们都会有居家保护、身体保护，但是忘记心灵的环保。我们把家关得紧紧的，但是又关心网络，又关世代，把世界的污染带进来。网络里面太多污染孩子心灵、心智跟思想的东西，就没有限制的大量进入孩子的生命。我们是把房子围得好好的，不会有人伤害他。身体也吃得饱饱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叫做心灵环保，保守你的心很重要，心，孩子的心胜于一切。圣经说，入口的、出口的才会为什么？因为从心里面出来。心变成污秽的源头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教导 ，OK， 生活修炼、全人教育、因材施教 ，OK， 这是我们要做的几个范围啊。那全人教育刚才说了，因为耶稣也是灵性、情感、体能、智能4个方面成长的。因材施教，你的孩子，神给你2个孩子不一样的，神为什么让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因为圣经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肢体百节各按其职。连于元首完成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需要所有的基督徒扮演不同的角色，以至于整个基督的大身体才能够完全的。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躯干、躯体，手指头跟脚趾头不一样，还好不一样，鼻子跟眼睛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彼此说：“哎呦，我这样凸出来很害羞哎，我要将眼睛躲起来。”那你这个人身体就会有毛病了。从一个人的身体到整个基督的身体，你可以想象，我们每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各尽其时，连于元首，都连于这个身体，百节连于元首，于是整个大身体就完美的出现了。基督要来。需要让属神的孩子，每一个人按神的命定，活出他的生命，于是身体就完成了。所以我们需要因材施教，按孩子不同的需要，神给他的天分恩赐教养。最后陪伴，好，这是我们要给的核心任务，我们要做的动作行为。OK， 在学习上，我们是他的学伴，一起学。我们常说，我们只是孩子的学长跟学姐。在很多生命功课上，我们还有很多要修的、要补修的，对不对？而且有一些可能还没修过，等我到了70岁才要修的。所以我只是孩子的学长跟学姐，我们一起手牵手一起学，而且一起学会减少代沟。刚才不是说吗？代沟。为什么企业里面要做 team building？ 这20年来养活我家的最主要的课程，就是我在企业做的 team building。团队建立，因为让每一个专家
都有共同的目标，好的关系，彼此友善的合作才能够完成结果。家庭也是一样啊，不会是你生的就自然而然爱你一辈子，同意吗？没有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只会腐朽。受伤没有处理，自然而然会得第二度感染。波莫斯组织也会有第二度感染。要一起，自然而然通常会腐化、腐败，所以要刻意去经营。所以学伴，第二个，我们要成为孩子的鹰架，他还小的时候保护他免于过度的受挫或者死亡。两个层次的死亡，一个是肉体的死亡，就是意外死掉；第二个，他的心智。神说我们不可以让孩子失去心智，父母的教养，不能因为你的脾气，因为你的方便而让孩子失去志气。失去志气就是里面的人的死亡，觉得人生没盼望。所以我们要成为孩子的鹰架，让孩子会承担。有能力、愿意去承担生命的压力跟挑战。多年前，我儿子在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儿子今年才小学5年级，两个隔了9岁。那这个孩子呢很特别，他行动力很强，不能坐下来啊。我后来才慢慢知道他的一些状况。小学1年级的时候，他有几堂课去学校，其他时间在家。有一次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玩，男同学玩。其实就是像打架一样，打架就是男同学的游戏，对不对？结果公 K 了一个同学，这个眉头流血了，吓坏那个年轻的女老师，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给对方父母亲。于是我们在家里刚好过去把孩子接回来。于是我在想，这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件事情蛮大的，因为对人身体有伤害。所以我就想该怎么教他。于是从我们的学习里面知道，包括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要让孩子学会愿意去跟别人道歉，所以我们就从孩子的奖学金，我们家没有1月钱，我们家所有钱给孩子都叫做奖学金啊，这是另外的话题。我说我们从你的奖学金里面拿出50块，买1条巧克力，跟同学道歉，同时到他们家跟他爸爸妈妈鞠躬，然后告诉他们说对不起，我伤害了你的孩子。我们在家里演练。我当朋友的爸爸，我太太当朋友的妈妈，于是孩子走过来跟我们鞠躬道歉，做3次练习。然后去的时候，我们站在旁边，我们不出面道歉，他出面道歉，最后我们才说对不起。大部分父母亲都会自己去赔不是，这叫做帮他擦屁股，对不对？于是他一辈子不会擦自己屁股。他要学会擦自己的屁股，他必须要练习擦屁股。他要知道任何行为该做没有做会有后果，不该做做了也会有后果要承担起来。台湾青少年很多人乱七八糟的行为，就是不知道后果。我们看了很多新闻报道，孩子很无辜的，没有啊，我觉得好玩啊，结果把人打死了。反正这几年不是常常发生类似的事吗？孩子不知道要为行为负责，因为父母亲太忙了，这种做耗时间了，很耗时间了。所以陪伴，各位，你做到陪伴，你已经解决70%到80%的问题。只要你愿意陪伴，因为他的生命得到支持，他生命得到力量。好，最后，家庭是一个团队，我们彼此像团契一样。因为神说，只有2、3人奉耶稣的名，神就在我们当中，对不对？对啊，夫妻家生一个孩子，3个人呢，就是个教会啦。所以，一个教堂是由很多小教会组合而成的一个教会。一个教堂，神没有在里面，这个不叫教会，同意吗？所以不是教堂，就是神会在里面。有一些是拜偶像的，我们的神不会在里面，因为神是忌邪的。重点是神在的地方，而我们奉耶稣的名，任何地方都是教堂，而且其实不只是教堂，还是天堂。你知道，你未来如果住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号称天堂，可是神不在里面，那就不是天堂了，
所以神在的地方不只是教堂，它还是天堂。各位，家庭是这个关系啊，家庭是这个格局啊。所以，如何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我们阿爸父对我们的期待？好，最后我提到这边我们就结束了。4个角色的交叉运用、重叠性应用。好，第一个园丁，孩子还小，像刚才这些小 baby， 这么小的 baby 其实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教，你也不要太自由就放手。很多年轻的父母亲走在两端，一个不是当推手就是放手。各位，我们当推手之后放手，中间有个过程叫扶手啊。你教孩子骑脚踏车有没有这种经验？如果你是推跟放，孩子不敢再学了，一推就放了，他咣倒地了；一推就放，他就倒地了，他吓坏了。你要推的时候边扶边放一点，边扶边放一点，然后慢慢别人就可以放了。你懂意思吗？在台湾，在我们社会常常太快，两端不是一直掐着孩子，像刚才所唱的那首歌一样，到36禁足到36岁，很多孩子到了36岁，爸妈还在管。我大概每一年都会有3、5个接到的个案，孩子结婚了，孩子31岁、35岁，甚至在美国准备念博士，父母亲都还在伤脑筋，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在保护中渐渐成长，等他成长到那地步的时候，我们才放手。但是一开始保护，那最大的挑战是自由主义。再来，关键是什么？有效的落实权柄，领导权很重要，权柄很重要。人类的犯罪的根源性，就是我们不想在神之下，我们想要自己做主，离开权柄。因为撒旦说，你吃了就会跟上帝一样的。眼睛你，因为我们要离开权柄，我们要自己做主啊，这是最大的人类根源性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孩子太小就送来送去，任何人都可以打他、骂他、爱他，就是他对于权柄的经历，他会模糊掉，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服从一个主要性的、主导性的权柄。所以，不管你孩子怎么送，双方要很好的沟通。我们做在家教育100%一模一样，许多时候需要长辈帮忙带一下孩子，我们也有我们该做的事。但是我们跟长辈做非常多时间，好好对话沟通，不要用糖诱惑他做该做的事，不要用藤条打他做该做的事。我们有把我们期待的教养的方式跟价值观跟长辈好好沟通。我们花很多时间，不要说你绝对不能命令你的父母亲这样做，这是非常不孝的。你要非常谦卑的、温和的跟长辈好好的沟通。他们听懂，你知道他们愿意学习，即使他们已经70了，他们还愿意学习的，只要你的态度是对的。于是，当你把他们送在那边的时候，孩子会继续知道谁是权柄。所以，我们有了一点这种小小的经验。当我回到我家或者回到我太太家的时候，虽然偶尔还是会出现。只要有我们的父母亲在场，好像他们都比较大，一定会出现这个感觉。但是对我们家来说，很少出现，明显的少出现。那我看着我们自己周边的我自己兄弟姐妹，包括我太太的兄弟姐妹的孩子，那太明显了。爷爷奶奶在，父母亲根本是，他们学会投机取巧。我们要跟长辈好好沟通对话，权柄是太重要了。一个人从小有健康的服从权柄的经验，他在信仰里面会走得更健康。他就知道有一个终极的权柄，那不然这个权柄看不到。人在信仰过程里面到了7年，很容易自我放逐离开。我自己曾经有10年到12年的离开教会，彻底离开。我是个嬉皮，做了10年到12年。在大学时代，我留长头发带我玩。
我彻底离开教会，我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感谢神保守我，我经历了许多事情，让我回过头来想为什么是如此。然后当我当父母亲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圣经中有很多的教导跟很多的爸爸的形象，虽然也有很多不好的爸爸形象啊等等，但是也有很多很好的榜样。圣经就是把好的榜样要我们学习，坏的榜样要我们警惕，都放在圣经里面。好，所以第一个你要学会保护孩子，不要急着太早给他风雨，不急，他一生有太多风雨要面对了。好，第二个教师，孩子稍微大了2、3岁了哦，或者是1岁半了，要教他自己吃饭。各位，教他自己吃饭很重要，因为吃饭让自己活下去是人生第一个根本的责任。这个责任都不让他自己去练习，你要他练习收书包，那很难教了。练习让自己活下去吃饭，1岁多一点，吃的满地都是没关系，因为那是很简单处理的事。一个到了青少年、青年不负责任的生命，你要处理的事更复杂。所以1、2岁处理他吃了乱七八糟的饭，其实是太简单的事了，同意吗？对，那个成本最低。到了青少年，他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那个成本太高了。所以从小教导他，慢慢自己学会穿衣服，慢慢自己的枕头拉平一下，很简单，不需要追求完美，他有主动去做，有态度去做就可以了。好，最大挑战儿女不受教了，很快。我记得我们以前到高中、到大学才懂得叛逆啊！我们长老点头。我们在国高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被什么刺激啊，我们也不懂得要有自己。以前的年代没有国没有家，我根本还没有出现。现在我最大，再来是别的。所以儿女不受教，年龄下降，你要留意。好，前面有做，你多教导正面榜样。教导有3个方式或者3个策略。第一个叫言教，口头教导，知识教导。第2个叫身教，以身作则。第3个叫做境教，环境教育。我塑造这个环境，让他经历。要学台语，我塑造一个常常听到台语的环境，他就学会台语。我要塑造让孩子学会感恩，我自己学会对我父母亲感恩，而且真诚的让我的孩子听到、看到，我也去做感恩的行为。那我们几个家庭，我们都有这种学习，我让孩子也看到别的孩子学会感恩，有环境。因为我们的孩子会说，他们的孩子都没有这样做，某人都没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是让孩子看到，你的同侪也有人感恩的。这个叫境教，环境教育。环境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很有力量。潜移默化的比口头教导有力量，是因为口头教导他会有意识的去反抗。你又在说教了，他会反抗。环境教育他不知不觉感染，慢慢吸收，慢慢吸收，叫做潜移默化。为孩子建立好的成长的环境，好的家庭朋友，好的同侪很重要，正确的同侪，健康的同侪。好，第3个向导。当孩子长大了，小学了，很多事情你不要说太多了，他该整理他的书包的事情，好好整理了，你就不要说太多话，不要太多的教导了。向导怎么做？介绍了风景之后，向导要闪一边来，然后让他靠近。所以，如果孩子再不做作业，你不用再唠叨了。你可以告诉他，我以前没有做作业的时候有什么后果就好了，你去做你的事，他做不做他自己决定，他承受后果。这是向导，因为人到了一个年龄，人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无法从语言去学习了，他必须从行为的过程里面去 experience 经历。人在经历的时候是纯人在学习。人在听的时候，只有听觉在学习；人在经历一件事的时候，又看到、又听到、又感觉到，所以他是纯人学习。所以经历的事情一辈子不会忘记。
你我所有背的功课全部忘了，但是你可能还记得，你8岁被霸凌的痛苦，可能你活到50岁还记得。如果你做完内在医治辅导，你就会知道，很多人到了成年人，一生的痛苦，想起来8岁被霸凌、被施暴，一生都会记得。可是他所有背过的东西都忘了，因为经历过的事情会烙印在残期记忆里面。所以让孩子有经历，否则父母不忍，孩子就不敢，他会变妈宝。好，彼此信任，彼此信任，你要信任孩子，你要信任你花了10年不断说、不断带他去教会，他不是故意使坏的。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去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和思想，让他有机会练习。你知道吗？我们大部分的孩子是以骑50cc 的能力，但是却坐在他自己生命500cc 的动能的机车上。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要给他练习，去驾驭他生命中这么强悍的力量。可是他只有骑50cc 的能力，可是人的生命，有些孩子很小就已经冒出来那500cc 的能量，你一直又控制了，有一天会出现问题。所以让他有机会去犯错，让孩子在18岁之前，在生活中学习上犯错，成本最低。不要让他上了大学了，考上南部去了，有一天接到警察局的电话，那个成本很大。那个可能是一生的遗憾的事，所以让他离开你之前，18岁以前离开你之前，让他有机会参与家庭很多的事情。明明知道他错没关系，这3、5千块的损失不算什么损失，那是一个投资啊，那个是学费呀。没有学好，18岁离开家出国闯了祸。那恐怕一辈子都还不完。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OK， 所以向导就是我们开始放手了。孩子到了5、6年级，小学5、6年级，到了国高中生，越多的事情放手给他。我在我大女儿国中的时候，使用钱我就放手了，因为我从小有教她，所以我们家没有零用钱，只有奖学金。所以对他来说，钱是学习用的，钱不是乱花用的。所以他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台北市的校园，带他从这个奖学金拿100块出来学习花钱。我们逛了校园45分钟，花了75块。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我知道我的孩子在用钱上面，我会逐渐可以放手。只要你愿意透过这个过程，孩子会长大，孩子会成熟的。你那个时候放手是健康的放手，那个时候放手是放心。你会先放心再放手，你不是无奈的放手。否则天天打仗太累了，好吧就放手，这叫无奈的放手。你了解这个感觉吗？好，去体会。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你看耶稣带门徒其实就是这个过程的。耶稣是不是偶尔放手让他们去决定？耶稣转过来对腓力说：“好，这些人怎么办？吃东西你们去张罗吧。”耶稣知道该怎么办，指得好啊。耶稣给他们练习机会。彼得他们在船上看到有风浪来了，耶稣在海面上，彼得说什么？夫子，如果是你，让我跟你一样走在。于是耶稣说什么？你来。耶稣给他们犯错的机会，他知道他可能信心不足会掉下去，但是让他去经历。好，这是带门徒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最后我们才能够做一生的亲密的朋友。不要太早做朋友，不能太早放手做朋友。但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的，生活中一些简单的情境，某些事情，房间略微乱一点点，其实有的时候不要为了房间非得要那么整齐而伤害彼此的关系，关系比房间整齐来的重要，同意吗？
就是你去拿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然后该放手的。所以好，当你当朋友的时候，你只要做2件事：赞赏他所做的，接纳他的失败，继续爱他，保护他，支持他。接纳他，爸爸妈妈几年前已经讲过了，他不听，失败了没关系，再来试试看，接纳。孩子大了，他一生要知道一件事情，他即使到了50岁，你已经70、80了，他失败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你说：“爸，我又搞砸了，没关系，你就回来吧。”你懂人生吗？这才叫朋友，这叫朋友。他不敢回来，你不是他朋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一生真的跟孩子可以成为朋友。好，挑战是亲子关系疏离了，他在国中就不理我们了。关键即是陪伴，所以陪伴是一个太重要的核心。你看耶稣怎么陪那12个门徒？生活中一切，吃饭、睡觉、服侍、教导，一切得胜、失败，那3年半就是这样的经历，这叫门徒训练。所以各位父母亲，你是你们家门徒训练的院长，孩子是你们的学生，最后你们可以成为朋友，他们有一天要出来服侍。好，4个角色的合体就是父母教练，所以父母教练是运用这4个任务加上这4个角色的交叉又重叠性的扮演。比方说 ，OK， 我举个例子，对于性这件事情。对于性关系发生性行为这件事情，一个12岁的孩子，请问你要扮演什么角色？有的时候是2个角色同时扮演。对于12岁的孩子，有关性发生性行为这件事情啊，所以 OK 好，一个是园丁，还有呢，教师，所以关于性这件事情，孩子未成熟。各位不只是未成熟，在结婚以前，孩子关于性关系，我们都要扮演2个角色：园丁的保护跟教师的教导。我们不能单想到你去做做看，哎，你毁了他一生。从科学上也已经证明，16、18岁以前进行性关系的，会对他脑部、身体会有伤害。人类对于这些东西研究越来越透彻了。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运用的概念。OK， 好，最后我们看一段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我们在这边看，因为它只是一个音乐，还有一个影像。有样学样，学人心求人主。OK， 好，最后这样可以停留在类似这个地方。请问青少年儿童的烟是谁制造的？大人制造的。请问儿童学的脏话是谁教的？从哪里学的？老师。大人的世界，大人的社会。
所以当上梁不正的时候，我们希望下面的人做对的事。当他看上梁的时候，他要跟着他做的时候，他就跟他一样歪。所以要让下梁正，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上梁要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下一代走到哪里去，是你我的责任，不是学校的责任，不是法律的责任，不是别人，是你我父母亲。因为我们的阿爸父把这2个孩子的生命都交给你，最后我们要向他交战。所以，让我们重新恢复神眼中应该扮演的父亲、母亲的角色，同时，我们该有的夫妻的关系不能停止，夫妻关系的该有的经营不能停止，以至于我们夫妻之间彼此是一个得到生命支持的一个过程，来面对孩子教育上的很多的挑战。2个人同心，神也说2个人比1个人好，1个人太孤单了。山谷结成的绳索是有力量的，如果夫妻加上神在当中，就是山谷的力量。于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把孩子带到神面前。那么今天分享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如果你有时间先离开的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想要问的，我想我们继续可以有点时间来Q&A联系。性平教育。OK， 好，你可以以父母亲的在法律上的保护孩子的权柄说，对不起，这堂课上课的时候，我孩子离开图书馆，去跟学校提出来。你知道吗？基督教进入学校被禁止，因为它是宗教，但是民间信仰可以进去，因为它是乡土文化。所以过去我们基督徒已经有过这种类似经验了。如果乡土文化要去庙里拜拜，基督徒的父母亲就跟学校老师说：“对不起，我们是基督教信仰，我们不去庙里拜拜，所以他就不去了。” OK， 我们需要，如果已经这样做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最好能够有一群人来跟学校回应。那如果真的有需要，只有你一个，刚好只有你一个人基督徒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学习试试看，跟老师好好对话，然后把孩子带离开。最晚应该是107年最后的定案。12年国教的教案就是课纲，大概107年就要做全面的实施。那么现在包括有几个基督徒成立了信心希望联盟，其中一个大的任务的工程，也是就是让性平教育、同志运动的这件事情，能够不能立法，不能进入法律变成常态化。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在部分发生事情了，包括以前也有学校、高中叫做友善厕所。男生女生都可以去的，现在台湾已经在发生了，所以我一开始说已经杀到门口了。那基督教界正在紧锣密鼓的联系，不止基督教界，连一些同性恋者都起来反对废掉227儿少保护法，因为一些同性恋也看不下去。有一些同性恋，他们在走这条路上跟同志运动不一样。同志运动所带出来的性平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叫做性解放。许多同性恋他们要的只是在名分上，我有个名分，他们并不是要走性解放，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他们结合了，现在绑在一起了。所以现在都已经有同性恋人士出来说，不能废掉刑法227，了解意思吗？因为连他们都看不下去了。全世界大概只有不到4个国家可以低于16岁发生性关系，14岁
有1、2个国家正在争取12岁可以，但是台湾一次申请全部撤销，不管你是儿童还是婴幼儿。你知道台湾人的这个道德感的下滑，我不知道如何去想象，而竟然教育部可以让这种法令、这种教科书进入学校。14岁要学习计划，让自己有机会进行性关系的经验、性交经验，而且更直接的关，然后做计划，然后去执行。14岁，都在教科书里面、课纲里面都有了纸本，只是现在还没有全面实施。所以，如果父母亲再不守住最后一条线，各位，对我来说，这是属灵最后一个战役，因为撒旦已经借由人权主义，让人对神创造的人的性别跟形象做最后的攻击。因为神明明说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以及造男造女，所以以前的破坏，以前所有的攻击还在周边。那我自己看，这是撒旦在人世间做最后的困兽之斗，最狠的最后一招呢，就是摧毁掉神在人生命里面的形象，那就是你不男不女，不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让性彻底的解放，于是人的生态就会起了一个极大的扭曲转变。就好比人类破坏了大自然，不断的革命改革，把山挪掉，把树林挪掉，结果整个大自然反扑了，气候全部乱了，气候全部完蛋了。而现在人类自己正在针对人类的社会生态，从过去的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前性行为、安全性行为，到最后神造男造女的最后彻底的破坏，这是最后一战了。我不知道这一战要维持多久，耶稣要来了。那我只能说，也许可能还有几百年、几千年，不知道。神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已经走在最后的段落的感觉了，因为已经没有可以再破坏的了。你问我，我不知道，我跟你一样不理解华人社会怎么会这么快。你要打电话去教育部，你要去问追踪教育部哪一个小组的课纲，然后国家教育研究院等等，他们已经酝酿了多年了。其实他们在12年前，至少10到12年前，就有一批人从美国学会推动同志运动，然后如何进入教育跟法律，早就酝酿10几年了。是，这才是核心，这才是从是呀，所以目前领导这个战役的是台北的真理堂的杨明雅杨牧师，他2年多前就开始带动教会，从教会里面的学者、法界的人士都基督徒整合，开始要进行攻防战。对，那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在各地的教会，我们等于是一个战场里面，我们守不同的位置，打篮球守不同的位置。啊，我个人并没有参加这个部分，神给我的恩赐，我要走的是教育的路线。说为什么我谈这件事情，你可能从来没听过谈教养会谈到这个角度，这是5年前神给我的带领跟感动。5年前我大概每1年去花莲办亲子教育、父母教练，连续大概6年到7年，花莲真理堂跟花莲的这个家庭教育中心合作。我10年前开始每年去，5年前那一次我决定要谈同性恋，那个台湾还没炒同性恋，但是因为我在这个领域我接触到这些议题，我接触到这些讯息。
所以那一次我就决定在那边除了谈亲子教育，我要特别谈同性恋的问题。那天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黑暗的力量像一面墙，像这种墙，像具体的东西压过来。我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属灵真正的这么样具体化。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在台北的太太跟孩子们，透过电话一起跟我祷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所以5年前我就开始有机会就谈，但是我并没有谈得这么样用力。但是这2年多3年，我就很直接，每一次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谈。神带我走的是，有一群人会跟他们进行交锋。神要带我走的是鼓励大家生儿育女这条路。我们走在家教育，神让我看到，我是要在这个部分巩固。你知道马雅各跟马偕来台湾150年，今年我们只有5%的基督徒，大概110多万。如果150年前，我们都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父母亲都生三个孩子，150年后，我们现在应该会有超过300万的基督徒。然后我们生的孩子都让他成为基督徒，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做门徒训练，每一个人只要生3个孩子。为什么生3个孩子？社会学家做过换算，任何的种族、任何的国家生育率低于2.11%，70-80年之后就会碰到严重的文化跟经济的衰退，包含这个民族的绝种，70-80年就够了。就会明显的碰到压力。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生，基督徒开始愿意生3个孩子，大于2.11%，就是生3个孩子，我们可以让台湾不会灭种，不然台湾300年就会灭种。你知道2060年我们台湾剩下多少人口吗？现在是2000多少？300多万。国家已经算出来了，按照这个出生率。1.多%到1左右的，2060年距现在45年，我们会剩下1893万人口，少掉多少？400万左右。50年少400万，100年少几万？800万。我们有几个800万？台湾2300万有几个800万？4个左右。所以。3个左右，3824，所以300年。如果我们生育率不提高，我们300年台湾会绝种。因为我们开始每一年人口递减了，因为死掉的人多。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神创造的人讲的第一句话要生养众多，治理神所创造管理神所创造的治理大地，修复管理。神毁掉人第一次的犯罪，挪亚时代，因为神看人所做的尽都是恶，终日所思都是恶，尽所做的尽都是恶，连说了2次，所以神决定要毁掉他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只救了挪亚方舟一家8口。然后出来的时候，当他们开始活在干地的时候，这个没有水的地上的时候，神对人又讲了第一句话。生养众多，神一再提醒他的百姓，为神的国度生养众多。我不知道神要用这么多人管理什么，但是如果对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宇宙，我们再生100倍，恐怕我们都还有够多的地方，未来永恒里面管理神所造的。所以不要怕生养众多。我常常鼓励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生了老大之后，中间努力生不出来，流产了2个。我们说神啊，我们真的愿意生，但是如果你只给我们1个，我们也阿们，我们欣然接受，我们把其他的孩子当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做家庭教育辅导很多孩子，结果9年之后，嘣，第2个孩子出来。我们才能鼓励自己，也鼓励很多弟兄姐妹说，要有生下1个的信心。不要说我要有生3个、生4个的信心，要继续生。莎拉几岁生孩子？多国万国之父几岁生他的孩子
100岁，不晚了。你知道很多伟人，他们是第21个孩子，第17个孩子，第8个孩子，你知道吗？威斯理以及好几个在教会里面重要的伟人，若是他们的父母没有生到那一个，教会可能没有那个改革。所以一开始我就说，父母亲不要说你的孩子未来不会当总统，他搞不好是改变台湾教会的重要人士。你能够笃定他不是吗？你怎么有信心他不是？为什么不要有信心他是呢？你了解吗？因为我不是靠自己啊，靠自己就当然没信心了。我靠谁？如果你靠神，不是用说的，是用活的，试试看。我知道很难，我自己走这条路哈，我挣扎了非常多次。我想这个快5点了哈。我自己人生在这个过程，我其实20年前创业的时候，我很想做出一番事业，就是经济上的事业。神一直带我，一直带我，一直带我。所以我今天说那个转折点很重要。感谢主，当我在转折点的时候，不是硬凹要去转我要转的方向。神有很多奇妙的作为，包括我女儿一出生是早产儿，1086克，第2天缩水到860。我因此开始想生命，重新再想生命。我开始重新再回到神的国度。所以神，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功课，这是最大的人生挑战，就是信心。我们可以因着我的知识、我的经验，把它做判断，按照我经验做判断，于是我们敢做判断。但是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超过我们的理智、经验跟所有的法则。就好像水还没有分，你要先踩下去啊！水分了踩，不用信心。信仰神就是要我们走信心的路，看亚伯拉罕把孩子献祭，对不对？这是神的法则，所以我说今天有3个法则，一个是自然法则，一个心理法则，一个是属灵法则。我们越在这3个法则顺服神，我们得到的福分是那上好的福分。因为这个世界用看起来美好的事来吸引我们，金钱、科技、教育，看起来美好，但是不一定会得到神上好的福分。我们要的是那上好的福分，不是只是美好的这些事物。这个过程一定会流泪，一定会挣扎，但是结果不会突然，结果不会突然。别的挣扎，别的获得，不小心会突然。走在神的路上不会突然。不是，这个故事好了，这个谢谢你们的鼓励啊！一直在这。我听到2个重点跟大家分享，是第一个，在今天教练所提的，第一个是夫妻的关系。唯有夫妻的关系正常健康，再加上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才能成为教练。所以夫妻的关系我们要去经营。所以听到回去我会跟师母好好经营夫妻关系。好，第2个部分我听到的是，因着父母的关系与神的关系的和好和上帝的赐福，我们才能做那4个角色。这4个角色才能陪伴着孩子的生命在成长。那听到这部分也献上感谢，因为唯有神的同在，我们才能把这4个角色把它交互来运用。那这运用当中，当然在很多的情境里面，我们无法一一的说明。唯有我们跟神的关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该知道，在这个时候我要用什么样的角色来带领孩子。所以这是我今天听到2个部分给教练的一个反馈，也给我们大家一起的不一样的分享。另外一个是在谈的一个部分，我说一个很深的，我们刚刚讲到可能有义子而教或交给学校而教，但我们有想到一点，我们本身就会很多的东西。你有没有发觉，其实你本身就会了，你为什么把你会的交给你的孩子？
我们说洗碗就好了，我们都会洗碗，为什么你不把这个洗碗交给你的孩子？这么容易简单的事，甚至你可能有的专业，可能我们当中有科技业的专业，你的专业其实可以交给你的孩子，告诉他，他就学习到其实是他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你在社会上，你在公司行号里面，你有你的专业，你可以交给你的孩子，教导他，告诉他，甚至可以带着他一起做一些事情跟你的专业有关的。那么他就比别人多了一份强项，多了一个恩赐。我想这都是我们当父母教练可以去做的一个部分。同样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上帝都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那么，当我们看见在我们信仰上、灵命上还是孩子的这些弟兄姐妹，你有你的恩赐，你可不可以陪伴着他，教导他，带着他一起做？所以在我们教会，不论是哪一项服事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找一个人，说去跟他学习，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服事，甚至我们也可以陪伴一个人，教着他来一起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在读经、祷告、服事各个方面，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做，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教练。所以今天很谢谢教练给我们的一个专业的讲，我们再次用掌声鼓励。今天的聚会，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创造我们是那么奇妙可畏，你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那奇妙的恩典，也有每一个人所应当去回应的呼召，因为你给我们的使命是不同的，但是唯一相同的就是，我们要将你的爱与人分享，我们要传扬那救赎生命的恩典和盼望。愿主你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力，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帮助，能够成为孩子生命中的帮助，让我们彼此成为互相扶持的肢体，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在生命当中，我们彼此扶持着走向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世界当中所有一切不公不义的事情，以及上帝你所看为恶的事，让我们在这里面为主来发光，为主兴起那主你美好的旨意。愿主亲自带领，也让我们在家庭当中看重的是关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间，让我们的生命透过父母、孩子。整个家庭在上帝的掌权当中，这个家庭要成为蒙福的家庭。愿主亲自赐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使每一个家庭都合神你的心意，每一个家庭都成为这个世界的帮助者和盼望。愿主带领我们再一次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的行出来。愿主赐给我们智慧能力，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呼召与使命。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